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0年国庆典礼的庆祝大会特别节目，我是吴思怡。今日客家电视台对9点到12点半，我为大家来制作今日son日国庆的特别节目报道。韩国提醒乡亲朋友，今日的节目内容分做上下半场。上半场我会伫总统府头前为大家来掌握现场的最新消息，包含现场的表演内容，韩国等解一下相关的贵宾还有总统的支持内容。接下来呢，到为下半场，镜头就会晒到正旁边，时间会交本主持人向生言，韩国两位专家学者来针对今日总统蔡英文的国庆谈话内容来做深入的讨论，韩国分析。韩国同乡亲讲哦，加讲到的包含侨胞支持、韩国主席支持，还有重要的总统国庆谈话，客家电视都会提供一个汉语的同步口语的服务，爱同电视机头前的客家乡亲来做服务。韩国提醒大家，除了伫电视台嘅17台嘅频道，ND 客家电视台嘅官网，韩国 YouTube 都会来做同步嘅转播。故所讲，乡亲朋友9点起始，听错爱随时来收听 ，and 今日嘅国庆嘅特别节目报道。韩国同乡亲讲到，今年呢，其实係总统蔡英文上任过后，头一摆用国家元首嘅身份来参加国庆典礼。故所讲，佢會講乜嘅話，國慶嘅談話內容係乜嘅，大家都特別關心。尤其針對兩岸關係嘅部分，佢會特別強調、特別講到麼？今日就先為大家來整理幾張圖卡哦，先帶大家來看到第一張。今日呢，蔡英文總統嘅講演內容嘅主題，按到檢聽向前，呢國家會認真改革來維態。先來看到談話部分會分做3大部分來講到。第一部分佢會講到嘅係政府團出嘅施政主題，韓國未來嘅藍圖。繼續第二部分佢會講到台灣啲國際參與項嘅3萬韓國成果。前面一部分就係大家親關心嘅，佢會再個強調兩岸嘅立場，韓國善意。故所講，停電三下來，來看到下一種嘅圖卡，詳細來看到第一部分總統蔡英文要講到嘅，就會加講到佢會為後生人來創造韓國好嘅未來。其實呢，佢又講到改變後生人嘅處境，就係改變國家嘅處境。佢咪有講到喎，現時政府為3萬嘅來驅動以下項政策。包含愛同後生人來攀強壓力，佢所謂做到講嘅就係由沙皮出車、韓國年金改革、長期照護同托育嘅政策。第二，佢會創造創業機會，包含5+2嘅產業政策。第三部分，佢會研究一啲konkret嘅民主政策，我哋驅動轉型正義。前面佢會做到司法改革。蔡英文咪強調，我做到廿4大部分，台灣嘅後生人將會有比N一下有啲韓國好嘅基礎來全面嘅發展起家。佢咪特別強調，也係N頭一擺有機會坐下來，嚟面看啊，改為台灣嘅下一代留下乜嘅國家嘅樣貌、韓國內容。N一代人按用嘅去3萬大兵，都係N來做決定嘅。繼續來看到下一張圖，帶大家來看到嘅係第二部分，佢會講到嘅係台灣啲國際參與項嘅3萬韓國成果。其實台灣啲參加國際項，我哋傳統並冇按改用。不過蔡英文又強調，政府會繼續嘅堅持，繼續3萬。現在下一步嘅台灣同一度嘅民主國家，第一度嘅議題項都3萬嘅來達標。我所講，以下有到嘅成果就係台灣同一度民主國家有實質嘅進展。故所佢接下來會傳統嘅，先來看到嘅第一大點就係會重新定位台灣啲亞太企業角色。第二，佢會傳統新南向政策，韓國同中國大陸來合作。接下來，蔡英文總統會重新定位台灣啲亞太企業角色，加講到嘅新南向政策同中國大陸合作對話、互利互惠，都係加強一到國家整體成長嘅動能。也咪係希望講同中國大陸兩邊合作會有一個較好嘅立場比。前面一部分哦，就係大家親關心嘅，而會講到嘅係兩岸關係嘅立場，韓國善意。看到下一種嘅圖卡，了解詳細內容，係針對1992年嘅會談事實，而係強調新嘅西部原則。
承诺唔會改變，生意咩唔會改變，咩唔會認真有壓力就來讓步。韓國唔會像頭擺樣嘅用對抗嘅方式來處理兩岸關係。蔡英文佢咪在個強調講哦，佢啲2020總統就職典禮家下就有講到，佢會用憲法、韓國兩岸條例、其他嘅相關法律來處理兩岸嘅關係。韓國繼續維持雙方嘅溝通，佢咪特別有講到，雙方應該嘅簽時間坐下來好好來針對兩岸關係來講看啊。韓國呢會建立強弱做得一切做得持續兩岸關係的決心，我哋維持台灣的民主同兩岸和平。以上呢就係 MV 大家來整理到今日總統蔡英文國慶談話內容嘅相關嘅主題哦。韓國再來鏡頭，我再個轉到今日嘅主席台頭前。其實呢，今年嘅國慶典禮大會哦。主題就按到台灣有唔正好，係用台灣人民來做作為概念來出發。韓國係用感性、韓國文獻嘅方向來做今年嘅主題嘅訴求。其實看到今日現場哦，有落定羽毛嘅天時無影嘅十分咩，天時咩一分天啊！唔過韓係有陸續有一度嘅鄉親來參加今日嘅活動嘅。昨日看到呢，亞啲舞台頭前有見到人就坐下來嘅，我嚟參加定解一下嘅表演嘅內容。其實今年呢國慶典禮表演分作為3大部分，第一部分係暖場表演，我要安排將來人聲樂團、韓國大幫五嘅客家樂團來做表演。到為第二部分就係有關戲幕表演，我為今年嘅國慶典禮來展開戲幕，我要大家當然都當其他我看到嘅國軍嘅3件樂儀吹嚟做表演，還有當場人看到嘅一個直碰啦吹嘅表演，韓國樂團表演其實當神秘也還蠻有人看過喎。到為下半場嘅時間呢，就係講大家會展現出台灣嘅實力，會有一個救難韓國一個相關嘅救災設備，會展示到台灣人民嘅面頭前，韓國透過一個天時嘅風騷、命路嘅風騷，讓全世界人都了解到台灣其實當有救災嘅實力。而且下一步嘅台灣又發生一度嘅災難咯，故所講今年特別用同一條救災嘅英雄來致敬，來做今年嘅表演嘅其中一個內容。韓國呢其實加講到嘅啲現場已經陸續有兩場嘅表演呢，等等就來看一下現場嘅兩場活動。嘿嘿呦。
我们谢谢绝诺人生乐团为我们带来相当高质感的演出。而接着下来，客家妹小英当总统，也再度炒热了客家话题哟。是的，接着下来，係將農人生樂團，也就做成係用人生嘅歌帶來做出完整嘅表演。下來下一集兩場節目呢，就係同客家有關嘅，按到大寶五樂團。其實一個大寶五樂團，一個方言意思就係好得有五，幸好有你的意思。其實同今年台灣嘅國慶嘅典禮哦嘅主題一相衝，聽聽呢就來看現場 TVN 帶來嘅精彩表演。本日你倆會看到你，我嘅心肝真歡喜。本日你倆會看到你，需要嘛嘅唔是客氣。本日你倆會看到你，唔係簡單嘅事情。本日你也會看到你，從一條歌來送本意。人海茫茫，用杯安全氣，你也會遇到你。How do you do？ 龍台若是要講台語也可以。是來來去去 A B C D 到家己，人行行人歡歡喜喜，有限累了大著是。1、2、3、4來來去去 A B C D 到家己，人行行人歡歡喜喜，歡喜嘅人用都唔定義。天呢，千千萬萬粒，暗夜不用講明。喜歡嘅朋友，一撒一撒來了，創造未來好光景。1、2、3、4來來去去 A B C D 到家己，人行行人歡歡喜喜，有限累了大著是。1、2、3、4來來去去 A B C D 到家己，人行行人歡歡喜喜，歡喜嘅人用都唔定義。1、2、3、4來來去去 A B C D 到家己，人行行人歡歡喜喜，歡喜嘅人。用都唔定義。舞台頭前為大家來做表演呢，就係加講到嘅大寶五樂團。也呢，當特別嘅係方面可看到喎，由新竹縣永林國中同國小會開口時區，佢話同大寶五樂團來做合作，由台面同西面韓國時區佢下來做表演。其實呢，大家看到有一條小朋友來做表演，雖然講係日本電影下韓國呢，佢同一條樂吹樂團配合到當吊搭，看一條小朋友哦來也嘅。
弄事一场是当简单，其实都家到平常时呢，对好教都有做练习。差唔多看到家到来今日参加表演的同学都是小學5年生，家到差唔多1年lang，怎麼要今日的成績？韓國要透過怎有法度來參加今日的表演？平常時呢，家到都是躺定鑼鼓輕輕鏘鏘，咚咚滾來做大師係配合的武術的動作。今日家到呢係用較輕鬆的方式，聽定大部樂團的音樂節奏來做弄事，就係用教的方式，希望較集中今日的觀眾、韓國對邊本大家來認識客家嘅特別開口式文化，聽定來看現場鬧熱的氣氛。舞台上表演的是大部樂團，其實今日表演的節目內容就按到跳舞舞獅，就配合同九零國小各種的學生嘅來做合作嘅表演內容。其實今日家到會表演三個曲目，第一首就會加糖到會聽到唔定嘅，一下呢唱單純的音樂伴奏就按到後生開聲，係搭配嘅九零的弄事吹來做表演，會展現客家嘅特色。我特別同大家紹介嘅，其實也嘅就教練嘅講法喎，也嘅客家開口時已經有1960年研究嘅。韓國呢，九零國小各種嘅學生嘅。聽定教練對民國95年起時就陸陸續續有來做表演。今日總共出動嘅10個生人來呈現也針對嘅演出，正經講係多麼簡單，也咪係九零國小也得學生嘅頭一擺有機會去到國慶典禮嘅舞台上來做表演。唔單止係有愛手機本外國嘅來賓，韓國沒有本台灣嘅鄉親來認識新竹菜體韓國台灣爭議嘅客家開口時。嘅心肝肚有日秋天，風鐵起唔知幾多年嘞。每日手送手下，為了去賺錢，安用5日手槍，團線嘅自由啊！愛嘅心肝肚有日秋天，風鐵起唔知幾多年嘞。腳送腳下，所措很連連，爸爸嘅功勞風煙衝，天天天內向，一滴滴的，一滴滴的種啊種轉來，一滴滴的種本記轉來，一滴滴的，一滴滴的種啊種轉來，一滴滴的種本記轉來。總以淚將將嘅花，心肝地土向落陰冰啊，南風那吹來也心中鬆啊，關係嘛嘅爛爛熱跳咋，
滴的一滴滴的从那种传来，一滴滴的从本地传来，一滴滴的一滴滴的从那种传来，一滴滴的从本地传来。总以泪将将结巴。拄向落金兵啊，南风啊吹来也心爽爽啊，各地嘛加咱一条茶，总一条匆匆的歌，心肝地拄山高金兵啊，山高那唔冲啊山开那，一条一条。本地来谈，会记的是大的话，甘愿做牛，唔惊无田地。会使时来烧草，会暗时顺田头，脚踏实地，唔望好日后。唱一条温暖的歌。你我拢有感怀的心声，听你伫台湾唱歌，明在伫世界唱歌，将咱的希望唱予人人听，将咱的希望唱予人人听，一条一条山高本伊他。可能呢就会客家乐团大鹏为大家带来嘅精彩表演。其实喺家下嘅表演内容当中，大家唔但唱有唐到客话个韩国没有河洛话，咪就会代表讲呢，也嘅大鹏乐团其实係有啲多年族群融合嘅概念嚟做音乐创作。现在呢，也嘅地度一啲主创刘永昌，佢係新做嘅行业，故作讲呢，喺特别从事也嘅老客家文化嘅传承，佢就用音乐嚟老文化传承出去。韩国亚拜呢，而特别深度嘅宫廷国手嘅时期，向下嚟表演，老按呢地方行张以为表演快图，带到也嘅国庆典礼嘅大舞台，展现俾大家看到。其实咪係推廣客家嘅部分。接下來呢，就係兩場表演結束過後，我進行嘅就係戲幕表演呢。由往年大家都當期待上愛看到嘅三軍樂兒吹嘅共同表演。當然呢，家到真實嘅動作都想嘅當人我嚟看家到嘅表演咯。其實呢，為到我準備當然呢國慶表演，家到樂兒吹嘅阿兵哥，當然咯都係當認真嘅嚟做訓練，無言無語，我講大家。像係總統府頭前無差嘅時間呢，將做啲嚟做親密嘅裁判韓國也嘅練習。故所講，我展現出家到平常時練習站到嘅成果，我哋1年100嘅國慶典禮後，老親好嘅一面呈現到大家嘅面頭前。等解下活動就會開始嘅，家到就會入場嘅，聽聽來看親情嘅現場消息。现在进场的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及陆、海、空3军乐队所组成的国军联合乐队。国防部示范乐队及3军乐队主要任务为国家重要庆典及各大军礼勤务，每年固定于国家音乐厅演出，更受邀至各文化中心演奏，并获得各界热烈的好评与回响，可说是名闻中外，享誉国际。
紧接着进场的是素有国军荣誉部队著称的三军仪队，他们代表着国军的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三军仪队主要任务为国家重大庆典表演及军礼勤务，平时驻守于国民革命忠烈祠、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慈湖、头寮，担任守护先贤先烈的礼宾驻防任务。去年更吸引超过750万人次争相目睹，展现我国军实壮盛的一面。头前为大家做节目表演的是国防部的联合乐仪吹。今日呢，其表演的内容按照乐仪尽忠国球登峰。其实呢，今日家的按算讲为配合的表演有5条的曲目，还有今日动态的亮点，大家有看到的是家的为头一摆，老野球的打击动作，容易表演动作是动向你，等下就听来看到现场的画面。超演开始。首先演奏的乐曲《数位先锋》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中士李玉川所创作，搭配三军仪队亮丽的旗帜，以及3名指挥精湛的刀法，排列出旗开取胜队形，为今年的国庆大会揭开序幕。一队弟兄秉持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奋斗精神，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承继优良传统，并持续创新前进，完成各项重要任务，与前辈共同创造了一队光荣的历史。屏障队形，一队弟兄利用精准的走位以及巧妙的队形变化，排列出此队形，象征不畏艰难、把握家园的国军部队。再出发，由歌手任贤齐为主唱，同时也是2001年世界棒球锦标赛主题曲。利用国台语混合的歌词，唱出国人对生活的态度。不管时机再坏，我们总是能微笑面对，始终对未来感到希望，勇敢出发，唔免惊。而一队弟兄也秉持这般精神，纵使顶着烈日高阳，淋着滂沱大雨，他们仍以不畏艰难的超强意志，完成2个月的密集训练。也呢，发通现场其实有落定羽毛的，不过都得看到第部队头前表演的国防乐仪吹，还去东山门的老清河一面展现出来。
家呢，家头表演的歌曲都再出发，亚地方面可看到家头天天呢配合等政策的动作，韩国人的普都穷样哦，韩国家头是从来的方式，做得讲都完全穷样当到达，家头也看到地方面可呈现起一类点的言行哦，家头用嘴型摆列出言行，去代表大家都当团结，就像国旗韩国民来捍卫国家的民主同自由。国军之楷模，在训练过程中，不但锻炼出强健的体魄，更培养出高度的荣誉感，使得一队弟兄皆能团结一心，拥有誓死达成任务的决心。现在为各位演奏的是国语经典歌曲《彩虹》。一队弟兄现在将以这首乐曲排列出彩虹队形。展现他们平时精实训练的默契，并结合巧妙的时间差，即将为各位带来行云流水般的波浪式抛枪，准备让各位嘉宾感受到视觉与听觉上的双重响艳。在这美丽的福尔摩沙，所有人民就像炫彩缤纷的彩虹，层层相叠，不分族群，共同在这美丽的岛屿上绽放色彩。而一队弟兄所使用的枪为 M1 式半自动步枪，加上刺刀可重达6公斤。操作时，队员除了得适应枪支重量，更是需要熟记1000个以上的枪法动作，但不经历风雨，怎能看见彩虹？一队弟兄克服种种难关，为的就是在这舞台上绽放出属于他们的色彩。三军方阵队形，一队弟兄排列出陆、海、空3军方阵。地方面好看到西蒙表演的同时，其实也下的总统府女、总统蔡英文、韩国副总统陈建仁，还有外交部长李泰伟当地的接见经验来参加国庆庆祝大会的外宾。韩国呢，这外交部的统计，其实今年来参加国庆典礼的外国朋友、外国贵宾，差不多係有363人。也呢，总统府女就是看到的蔡英文总统当地嘅接見各國來嘅外賓，其實呢，今年來到台灣參加國慶典禮嘅國家嘅元素，就像邦交國啲巴勒加勒比海嘅邦交國。沈文生，家嘅總理呢係帶定日本洋韓國國會議員總共有80人來參加國慶慶祝大會。韓國其他嘅外賓呢，還包含青島嘅就係3股有2股係對日本來嘅外賓哦。其實呢係也到來到也係會展現出同台灣嘅友好關係。其他嘅包含非洲嘅邦交國有也嘅外交部長、韓國勞工同社會科長也都要來參加。另外呢，啲中美族嘅議會嘅議長也等人都共同來參加今年嘅國慶慶祝大會。看睇總統府內嘅接見方面，有個持續留現場再到總統府頭前嘅關係台來看現場表演。棒球運動同時也是我國的國球。100餘年來，他們不曾懈怠，創下許多輝煌的戰績。而不論是國軍還是國球，
他们同样都怀着一颗为国家奉献的心。现在我们一队弟兄呈现的是堡垒队形，并搭配接下来的投手枪法，来感谢所有为国争光的棒球选手们。他们所有人都是我们国民的英雄。英勇勋章为民国77年电影《红叶小巨人》主题曲，也在102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时响彻在每位棒球迷心中。但最重要的是，这首歌更是献给那些默默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亚头方面，我看到的就国军烈士们是国军联合公益队头一摆有配合的国球、野球来设计出有关的四种的动作。加到今年呢，咩特别改变呢，也个有关的野球运动来做相关的表演。因此呢，国球韩国国军也到运动员韩国也到阿兵哥都是为台湾韩国国家社会队奉献。故所讲呢，加到今明日特别用野球的动作来为亚到野球选手来感谢之意，听听就来看亚到设计的精彩动作表演。青天白日齐飞扬，壮志重生，豪情再放。期待着衣锦荣归回故乡，永恒不灭英雄的光芒。为了感谢那些保家卫国的英雄们，我们乐仪队将用此首深具意义的乐曲来尝试挑战。在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练习，国军联合乐队与三军仪队首次成功做出大融合，即将为各位嘉宾呈现出胜利双十队形。为了此次的国庆演出，乐仪队成员将所流过的汗水和泪水化为了爱国热血，在每位成员心中都坚持着那股永不放弃的信念，目的就是将今日的操演完美呈现在国人及嘉宾眼前。感谢各位热情的掌声，祝福全国人民以及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立正，操演完毕。操演完毕。国军联合公益队的表演都已经段落嘅，韩国其实咯，今明日相关的表演内容其实都有连接咯。刚刚看到呢，有同雄先生嘅到，今年呢，加到头一摆留野球运动融入于加到嘅表演当中。我所讲呢，接下来呢，伊嘅表演系台湾的正入野球队嘅啦啦队，韩国呢，带领加到各队嘅吉祥物，我来到总统府头前，为大家来做表演，而展现出加到平常时啲野球嘅运动比赛发通当中嘅发力。另外，大家来了解韩国认识到，其实野球就是台湾的国球。精益求精，为各位国人及嘉宾带来更精彩的演出。再一次祝福全国人民以及各位嘉宾幸福美满、阖家安康。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由国防部联合越仪队。今年呢，国军联合梦日吹，其实佢都有共和烈士的舞台出现。 故所讲呢，乡亲朋友其实咯，啲呀嘅正式表演之前咯，一度人有先去看佢哋嘅表演內容嘅。故所講呢，大家其實當然都會當期待看到佢哋嘅表演。韓國家有同大家講到，今年係佢哋頭一擺，然後野球勇敢日也嘅表演當中，其實看到佢哋有按到正確嘅動作，韓國視創嘅動作做程度強樣，都係佢哋練嚟當久，爭有按嚟嘅成果。 故所講，為了親好嘅一面呈現到大家嘅面頭前。接下來呢，停定就係進行下面嘅節目嘅，在過了鏡頭賽道活動嘅比賽。國球棒球對吧？好，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是也要繼續來聊到國內呢，當然有很多的棒球好手在球場上賣力打球。 當然也有多位旅日旅美的球員打出好成績，為台灣爭光。接下來的序幕表演將由中信兄弟、Lamigo 桃園隊、統一獅、義大犀牛4支職棒啦啦隊為我們共同帶來《愛的主打歌》，我們共同來感受台灣的活力跟棒球的魅力。 今年呢，上市國慶其實當天片有請嘅一個中華職業野球隊四隊嘅啦啦隊，韓國帶領佢哋吉祥物來到亞片來做表演。我所講呢，昨日看到來到表演呢，有中信兄弟、韓國Lamigo桃園隊、韓國統一獅、義大犀牛隊，佢哋為啦啦隊也下當地嘅表演呢，聽日來看現場當有發力嘅演出。 表演呢就係中華職業野球隊嘅啦啦隊，看到嘅係中信兄弟、韓國Lamigo桃園隊、統一獅、義大犀牛，佢哋帶領佢哋當地年下嘅吉祥物嚟做表演咯。貼票同鄉親講到嘅就係一個統一獅嘅來源，韓國義大犀牛隊嘅太熱，其實佢哋呢平常時啲球場上就會聽見啦啦隊嚟做表演，當上日佢哋沒有當到嘅粉絲。嗰所講呢頭一擺嚟到總統府頭前，啲國慶典禮上嚟表演，對佢哋嚟講係動態嘅肯定，佢哋平常時咩當上忙嘅練習噃。其實呢，我同同前講到，土亞嘅義大犀牛隊其實咯，也嘅吉祥物太熱，頭一擺嚟到總統府頭前表演，你係親民一擺嘅。然後11月的過後呢，義大犀牛隊就會由副幫集團來接手。我所講，可能兩擺就會看唔到也嘅太熱，安定以下嘅吉祥物的，個廿擺嘅機會，同時愛看他詳細的位。假如不想一切聽不進去，愛是這樣不可理喻，百聽你不言才是好證據。我在唱什麼，什麼都覺得，原來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說什麼，只聽一次也會記得，聽兩次就火熱。我在幹什麼，什麼都覺得。這個城市播着愛
谢充满活力的职棒啦啦队。在热力四射其实方面讲，家看到也着啦啦队哦，平常时伫球场上就同会带动现场的气氛。今毕竟呢，四岁的啦啦队向下来表演，除头会展现出家着的发力，每位表示讲哦，其实台湾人民对于野球也个运动是同介意，同好野项运动，爱老野项对土地对运动的爱延续下去。来落去继续看下一的表演内容。亚头方面上看到的就是陆军综合学校带来的表演。其实呢，今日亚头表演的内容哦，就按照战鼓里面正韵味。其实呢，亚头就是用正确的动作，韩国大鼓的大多咚咚滚来展现出亚头捍卫家园，韩国亚头训练出来的亚头学生的有技有实力的。其实看到亚头的一个鼓蛋糕哦，都有写的勇士呀两杂诗。韩国呢，咪就是代表讲亚头保护家园的决心，咪要展现出亚头训练学生的实力。平地再来看亚头带来的精彩有英雄的表演。
我们谢谢陆专战鼓队，真的是太震撼了。接着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部联合乐仪队再次进场。 家看到的是陆军综合学校的学生诶，带来精彩又动英雄的表演哦。家着用鼓来展现出家着平常时练习的成果。其实家着家有表演的差唔多是3条的曲目，配合定家着的节奏来展现出家着平常时训练的成果。韩国外求国泰民安，要展现出家着国军的精神，韩国光荣。前面呢又看到国防联合梦儿吹又在个入场的。 咪就係講國慶典禮等間下就會正式開始嘅，聽你哋感受現場嘅氣氛。看到的就是国军联合梦儿吹签名入到会场，也就是代表講哦，其實今年嘅大會之前嘅兩場表演、韓國節目表演都已經結束嘅，等解下活動就會正式開始嘅。今年呢國慶嘅慶祝大會嘅主席蘇家全咪已經來到台東過，等解下呢就會帶領總統來到會場參加今年嘅國慶大會嘅。我所講，聊下聽聽。 到节目现场。国小棒球
其实咧，都无爱看落去，若一看落去，就想到该跟你走的。其实办这场追思会根本就是个笑话，不管办几次，我也是不会回来。你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爸爸，你要不要问太多人中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杀自己？为什么？我怕我止不住去找你。小恩，有一件事情係想不能天神有冇做嘅。中华民国105年的国庆庆祝大会，客家电视台的特别节目，将下大会已经会正式开始的，韩国呢等解下就要来唱国歌会了。今年呢国歌会亮唱当特别是正业野球选手陈金峰带领台北市东园国社会少年野球队来唱国歌，平等就来看现场的画面。立正。主席就位，走运。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3鞠躬礼，请主席、观礼台各位长官贵宾面向国旗。大会图案人员行注目礼，仪队行举枪礼，其他与会人员行鞠躬礼。请脱帽。鞠躬。敬礼。再鞠躬。3鞠躬。立正。请复帽，主席请复位，各位长官贵宾请坐下。
主席致辞。恭请大会主席苏家全先生致辞。各位友邦以及在場還有在場嘅所有嘅貴賓，所有嘅熱情嘅僑胞，所有敬愛嘅台灣嘅鄉親，還有各位媒體前嘅好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日，我們用無比嘅歡欣嘅心情，在呢位共同慶祝國慶，我用最誠摯嘅感恩心情，祝福中華民國105年生日快樂。也祝福全國人民平安幸福，全世界和平喜樂。台灣係位在西太平洋上嘅海島，隨呢16世紀開展嘅海權時代，登上了世界嘅主舞台。不論係南島族群嘅遷徙，還係中國大陸移民嘅實業，呢股冒險泛濫嘅打拼出頭天嘅精神。勇氣係已經係台灣嘅自然嘅基因，海洋文化嘅孕育，還有熏陶，也養成了豐沛旺盛嘅生命力，讓台灣從此外異世界，你看到台上遍佈在世界各地新出名也落地生根。融合了多年嘅文化嘅海洋之子，正一代傳一代嘅推動了台灣成為海洋文明嘅新嘅模範。台灣從威權時代邁向了民主之路，係從偉岸追求都市天光嘅長篇史實，多少先人全批嘅犧牲奉獻。用無數人民嘅熱情響應，將做得在1996年實現了總統嘅出現，完成了300個政黨和平嘅輪替，民主嘅理念，讓台灣做得超越體育、老血緣嘅談判，成為了共同嘅價值信念。今年，國會也完成了第一擺嘅政黨輪替，新一波嘅民主嘅工程也正在展開當中。全面性嘅改革已經開始了，不論係在政治改革、社會安全、產業振興，還有外交、國防等等，每個領域，新國會帶來嘅新嘅氣象，讓改革嘅日頭光照亮了每個曾經黑暗嘅角落。新國會第一個會期進行了50多年，這段期間總共通過了107項嘅議案，議事效率比頭擺更加嘅大幅嘅提升。呢度都係全體委員嘅部分黨派用人民為念共同達標嘅成果，呢唔但係超越合作嘅模範，更係民主發展嘅正面嘅方向。國會係屬於人民嘅，人民就係國會，係你嘅原則，你會繼續嘅堅持用公開、透明、效率來回應人民嘅改革嘅希望。改革一定會面對無窮樣嘅困難、老挑戰，不管係時代正義、轉型正義、
政府效能，还有国会改革等等，个人团体政党用不同嘅行政部門之間，都會面臨無同樣嘅壓力、老矛盾。不過，人民期待嘅係要魄力嘅改革，人民期待嘅係朝野政黨持續嘅來合作，朝野黨派要具體嘅改革行動來回應人民。人民期待重新塑造一個團結嘅新台灣，將做得迎接世界嘅機會、老挑戰。人民期待，不論係聯合國還係各種嘅國際組織，都不應該來缺少台灣嘅介入。台灣願意申請國際公民嘅責任，成為國際社會不可缺少嘅合作嘅夥伴。近半年，各國嘅兩創人。台灣嘅野球英雄陳建鋒先生，佢曾經講過：野球會好看，每人唔係看一個啥人，係看一個團隊。無論係從個人到不同嘅黨派，在追求國家整體發展嘅價值目標嘅項目，全國人民都係同一個團隊，都係中華民國台灣隊。最後，敬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國運昌隆，各位嘉賓，還有全體台灣人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希望大家。请与会的贵宾、长官欢迎郑文生国公萨福总理伉俪。Let us welcome the Prime Minister of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Dr. the Honorable Ralph Gonsalves and Mrs. Gonsalves. 侨胞代表致辞。也看到來到現場嘅，其實就係今年唯一來到台灣參加嘅國家元首總理哦，佢係人哋邦交國啲加勒比海嘅總理，佢帶定甲朋友叫下來參加人哋國慶典禮。下來僑胞就會支持嘅，等等來看現場嘅畫面。僑胞代表方俊能先生目前擔任僑務促進委員，僑居於馬來西亞，同時擔任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長等職。方僑務委員常年熱心僑社的公益，積極配合推動僑務工作，堅定支持政府政策，貢獻良多。現在，讓我們歡迎僑胞代表方俊仁先生致辭。敬愛的蔡總統閣下、陳副總統閣下、大會主席、蘇院長閣下、各位貴賓、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姊妹、來自全球各地嘅僑胞朋友們，大家好！大家好！今日係中華民國109年嘅崇式國慶，普天同慶，四海歡騰，在那位歡欣鼓舞嘅時節，而你離開海外嘅僑胞也同感振奮、老喜悅。
本人有幸代表全球嘅侨胞来献上我哋嘅祝福，书写爱恭祝中华民国国运昌隆，全国同胞幸福安康。最近几年来，国际环境变化动荡，表现各国正经发展嘅趋势，新兴市场成长嘅潜力当日增加，庞大嘅商机和发展嘅空间，更係受到全球嘅关注还有瞩目。本人曾经受惠台湾嘅侨教政策，长期嘅待在马来西亚、甘肃。从内乘客，政府所提嘅新南向政策，强调以人们嘅核心嘅新经济战略，透过侨教培育人才，强化产业经贸、文化交流，还有观光cùng旅游，达到老东亚、南亚、南澳嘅18國嘅雙向嘅交流政策目標。未來整個亞洲就會形成經濟密切嘅交互連接嘅區域，相信台灣也會在呢個合作嘅基礎上建構多樣嘅經濟優勢。在中華民國嘅發展史上，離居海外國企嘅僑胞始終係政府最堅實嘅重要嘅後盾。更係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嘅實力嘅延伸。未來，全體嘅僑胞將會繼續嘅在僑機國實忙打拼，擔任民間嘅外交大使，來封閉人脈還有網絡，來協助台灣行向世界，增加國內外產業嘅交流合作，為台灣開拓全球經貿市場嘅通路，投資台灣，並也推出台灣教育、文化、慈善、觀光嘅等軟實力嘅輸出。發揚務實嘅堅持愛好和平嘅台灣精神，讓全世界看到台灣。台灣唔但係2300萬同胞安身立命嘅地方。更加海外僑胞日思夜想嘅家鄉，在那位光輝崇實嘅日日，讓我哋全體嘅僑胞同心協力、精神團結、元氣力量，共下為中華民國加油，為台灣加油。最後，均代表全球僑胞，恭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隆，蔡總統閣下政權康泰，全體人民安居樂業，健康幸福。希望大家。请大会主席。也就是今年的僑胞支持代表，其實佢係長期喺啲馬來西亞嘅僑胞代表喎。其實佢今年安排安尼嘅代表嚟做支持，同蔡英文政府想要推動嘅新南向政策，其實有動態嘅關聯。韓國接下來呢，聽聽就會安排嘅係國慶禮讚嘅表演。禮讚表演過後呢，其實總統蔡英文就會嚟到發通台飛嘅飛場嘅，就會為大家嚟做公演。然後呢，現場嘅表演節目就會開始咧，等等帶大家來看現場嘅畫面。
国庆理财的部分哦，今年呢係由連亞文大金樂團來擔任亞嘅國慶理財的表演。其實呢，佢本來係一個大金樂團，韓國今年呢也到特別帶動呢小學生跳下來表演。韓國表演結束過後，更加下總統蔡英文就會來到台北嘅現場誒，聽聽再過來看現場嘅畫面。
大安国中及复兴小学打击乐团与声乐家罗明芳老师，共同为国庆大会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担任大会手语翻译的是李正辉老师与丁丽芬老师。总统莅临会场，来宾请起立。起立。立兵。恭请总统讲话。各位贵宾，请坐下。大会主席苏家全院长，我们现场的贵宾，电视机头前的还有民主党全部的国民同胞，大家早安，大家安慰早，大家好。今天日是中华民国105年的国庆，我特别感谢亲眼来到的各国贵宾，还有你从世界各地转到故乡台湾的侨胞。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留你共下来见证那只庄严的国家庆典。我们要特别感谢陈金峰先生，今日佢离开了亲熟悉的野球场，带领所有的人唱国歌。佢係你全台灣人心目當中嘅英雄，對國家生日嘅兩日。我向按多年來是為了這國家奉獻、勞犧牲嘅人，致上我最深嘅敬意。這個國家是行過威權統治，行過族群對立，沒是行過國家認同那個親強烈嘅對立。對過去你心目當中有感謝，下新政府檢討黨嘅指引，就係本兩隻國家做得轉身改頭換面。在5年來嘅求職演講當中，我提到，改變後生人嘅處境，就係改變國家嘅處境。過去幾個月以來，你所系統嘅改革。每一項都係立定兩隻主題嘅前進。後生人親手物價通過負擔太重，你就開始來辦理社會政策。4年之內，你會辦理8萬戶，按算8年來辦理20萬戶。台灣為了遇到嘅先進國家供養，變成一隻社會政策普遍嘅國家。後生人愛從事兩個事業，大病事業，政府愛本佢哋唔愛個受理。我看地度嘅斯坦人愛有人照顧，你愛來開始推動長照制度。我看地度嘅小朋友愛人照顧，
你咪要開始來推動來投入計劃。你嘅年金制度可能破產，你用最嚴肅嘅態度來處理呢個問題。在年金改革之後，後生人嘅負擔會相對減少。後生人咪唔是按少，而那個費用到老咧會冇法度拿到。同時，呢個國家會公平嘅保障每個國民退休之後有尊嚴嘅生活。同時，同樣嘅道理，你推動轉型正義，新政府愛本台灣嘅民主政治，一個當新嘅全新嘅開始，本後生人一個健康多元嘅民主政治，也就會推動轉型正義嘅呢個正義。除咗呢條爭啲嘅推動嘅政策之外，你馬正在推動經濟產業嘅振興，你其中以創新研發為動能嘅5+2產業嘅發展計劃。在前一步時間，呢條計劃已經還有相關嘅法規修正嘅批圖，未已經一一來系統。你嘅目標當清楚，你要為後生人創造好嘅工作機會，提高佢哋嘅薪資。產業嘅轉型係振興呢個國家經濟嘅根本之托，你會堅持向呢條路來邁進。不過呢係一場漫長嘅道路，不過你有決心，就得突破各種困難。政府還有已經提出了擴大投資方案，從改善投資環境、激發民間投資、加強公營事業嘅投資，還有強化創新等等，多管齊下，致力來反轉低迷當人嘅經濟。你3萬大兵已經有初步嘅成果咧。上禮拜，你喺台北所舉辦嘅全球招商大會，外資來台嘅投資意向金額已經創下去年以來嘅新高。外資佢哋對台灣嘅信心係因為你有堅定嘅決心，還有改革嘅勇氣。台灣經濟嘅振興，還有產業嘅轉型，關鍵就在你自家。親愛嘅國人同胞，改革呢個路上，聽說會有波折，不過，我誠懇嘅呼籲全體國人，唔好因為呢條嘅波折，來對台灣失去了希望。呢係有史以來，提拔呢個國家嘅所有嘅人，就得共下好好坐下來思考，你到底要留下一個樣板嘅國家本後生人，唔好本呢個機會對你嘅曙光來糟蹋，嘅天氣朝得你呢台人嘅曙光。新政府嘅藍圖當清楚，你過去幾十年以來嘅作為，就係本呢個國家脫離原地踏步嘅呢個狀態，產業轉型帶領台灣經濟發展，社會安全嘅網絡，確實保證國民嘅安全。年金改革確保讓國家財政讓人民嘅退休生活轉型正義，愛本民主重新出發。同時，你來司法改革嘅準備工作未當當地嘅進行當中。一旦司法人事到位之後，改革就會加速進行。你來堅持帶領國家向前行，方向已經確定。你將會在呢個方向之上繼續前進，絕對唔會糾轉去。台灣人民希望和平，追求民主，希望行出去，希望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新政府上任之後，秉持呢個踏實外交、互惠付出嘅原則，嚟行了巴拉圭還有巴拿馬兩隻邦交國，未拜訪了巴拿馬、巴拉圭、多米尼加，還有芬斯拉都，還有洪都拉斯、比利時。喺沙爾瓦多、瓜地馬拉呢度國家嘅呢個元首啦、副元首，呢個副總統陳建仁先生，咪行到呢個多米尼加呢度，你希望外交唔係單方面嘅統一，係喺做啲老友邦來共同規劃，付費一個合作嘅計劃，
本雙方都得到好處。你當積極嘅行向世界，就算嚟參與國際組織嘅路唔好行，不過你會堅定嘅行下去。台灣從來唔是對重要嘅全球性嘅議題等缺席，就算受到壓力，你還係愛留所有嘅主要嘅民主國家強下實忙，希望對人類做出有意義嘅貢獻。在過去幾日之內，你進行更多嘅跨國嘅發通，包括了七篇嘅防治能源效率、婦女權，還有為了縮短企業數位落差所期盼嘅電子商務嘅訓練，以實際嘅行動為企業發展做出貢獻。喺呢兩段期間，你老無強人嘅國家積極來討論，對兩個在海防救方面海上搜救，韓國各項嘅海事合作嘅議題，建構企業合作嘅能量。台灣做得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就係你台灣人民嘅值得驕傲嘅成就。你睇下美國還有日本、歐洲兩個民主國家嘅關係，對了5年之後都有實質嘅成長。兩個國家對台灣嘅國際參與嘅議題，還有支持嘅力量未超過頭擺。對了為愛代表國家，留兩個國際黨嘅好朋友，致上台灣人嘅誠心嘅感謝。同時，為了重新定位台灣的亞太地區嘅角色，必須要簽出新嘅成長嘅動能。你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同時以聽出一個政策嘅綱領，還有推動嘅計劃。未來為的經貿、科技、教育、文化、觀光等方面，還有東南亞、東南亞、南亞、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家來加強互惠互助合作嘅關係，同時透過靜態嘅合作對外嘅機制，給你合作嘅強勢，減少兩個障礙。你呢，為了中國大陸在企業發展方面扮演無窮用嘅角色。台灣為充分利用大量人才培育、農業發展、科技創新、醫療、中小企業達到兩域嘅經驗，還有優勢，為企業發展做出積極嘅貢獻。你們請願意為企業嘅基礎建設等，還有多邊經貿方面合作方面，留對岸進行來協商、共同合作、共同來建立歷史嘅里程碑。對兩岸關係，我過一擺嘅重申，建立一致性，做得預測，未做得持續嘅兩岸關係，維持台灣民主、台海和平嘅現狀，也係新政府堅定不移嘅立場。維持現狀係我對選民嘅承諾。在20就職演說當中，我嘅每一句話都係唔使改變。新政府會依照中華民國嘅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韓國其他相關嘅法律處理兩岸嘅事務。你呢，未為盡最大嘅努力來維持兩岸之間嘅對話、溝通嘅兩個機制。你會尊重1991年兩岸兩會會談嘅歷史事實，未主張兩岸應該共同來珍惜，韓國維護1992年之後20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下來嘅兩個現狀。成果，同時在現有嘅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我們呼籲兩岸嘅兩隻執政黨應該放下歷史嘅包袱，展開良性嘅對話，造福兩岸嘅人民。雖然過去幾十年，兩岸關係有一些嘅起起落落，不過呢個立場還係一致，韓國堅定嘅，呢個承諾唔會改變，呢個善意唔會改變，呢唔會得壓力大來讓步，
更加唔會行進人類對抗嘅老路線。呢係安尼對維持現狀呢個基本態度，咪係基於對兩岸和平呢隻共同嘅願望。我強調，維持現狀更加積極嘅意義係喺深化民主機制嘅基礎上，用更加前瞻嘅積極嘅作為推動兩岸建設性嘅交流和對話，進一步嚟建構可長可久嘅兩岸嘅和平穩定嘅關係。我呼籲中國大陸當局嚟正經面對中華民國存在嘅事實，正視台灣人民對民主制度嘅堅信。兩岸之間應該愛夾夾坐下來講一下，這有利兩岸和平嘅發展，有利兩岸人民嘅福祉，乜嘅東西都做得談。兩岸嘅領導人應該共同展現智慧、和彈性、冷靜嘅態度，強化和兩岸現存嘅分歧，帶向雙贏嘅未來。從2020到2下，過了8個月，呢度嘅工作都慢慢展開咧。我哋兩位特別感謝你一個林前院長所領導嘅行政團隊改革，並冇清潔嘅路，行列嘅路嘅改革，通常唔係正經嘅改革。為了本國家正經做得來反面反轉，新政府改革係一步一腳印，務實前進。有唔錯就來改正，錯嘅事情就堅持到底，唔是來對位來直直轉。我想呢張係台灣人民期待嘅政府。今年6月，我拜訪了巴拿圭嘅時節，卡提斯總統讓我講，你嘅國家比想象當中嘅還要大。在今本日嘅演講嘅背面，我就用2句話獻本你全體嘅國人。你嘅任務就係本人民相信，呢個國家會因為改革來變為大。希望大家祝你嘅國家國運昌隆，一切順利。希望安之些。主席恭請總統至貴賓席。主席請復位。主席請復位。走運。礼成。现在我们也掌声谢谢国防部联合越仪队辛苦的屏障主席台，越仪队请离场。稍息，立正。看到嘅就係總統蔡英文喺上任過後頭一擺喺國慶典禮來發表講言。今個國慶講言嘅內容其實喺過去廿一部嘅同事大家嘅關心，為大家先來簡單整理一下個。頭一個部分佢就講到對5.2上任就職典禮過後，也按照正嘅來，新政府就陸續啲嘅做改革。下個月嘅主題就係向定愛為後生人創造一個更加好嘅未來。下來佢咪講到嘅兩岸關係。
行好未来新政府的蓝图，也都是总统蔡英文今年的国庆公演当中的轻重要的部分。韩国呢，其实也个总统府头前的进行节目的公演的同时，呢旁女的主持人向声言，韩国2位专家学者咪同步啲个抒开也个中方的谈话内容。故所讲呢，等下下记者就会针对今年蔡英文总统的谈话内容来做详细的分析，韩国讨论，也就留时间交俾旁女的主持人声言。好，新闻时节从大早开始，留2个口子先生，图呢你看了把进步嘅国庆大会。等下对呢个 TP 节目嘅现场邀请到2个专业嘅来宾，如果系来自全球大学社会科人呢，我们就认咗，男主角系台北最好大学嘅张国山张教授，为图呢各种朋友用行业全场来完全嘅解读蔡总统嘅国庆公演，3年先一看一下广告之后，念起真系。公礼拜日，我食饱憨憨喜欢死，看到草莽老街嘅土狗儿记到两兄弟，扑到天那下地旁线，盖过旁天一沙一记一生气，草莽讲：嘿，我地南山，日后是佛踢一条大老虎。土狗讲：我地北山，日後是細踢9條大狐狸。草蜢講：我律律富士棒踢熱衝百年大榕樹。土狗講：嗨，我熱春腳啊，老五只身小踢變偏題。草蜢講：釣魚就潮通烹係愛趕。土狗講：我不干雞，天當背雞，天奶走雞，好把手雞，錯地都跳雞，我做錢撈記得停規矩，一兩沙當當做雞胖雞龜，突然間彈到靳東片，個，嚇到噗嚕嚕嚕背過來，一隻雞講跳當要隻大雞兒，呢啲隻雞講要嘅惡魔，嘅篤上了。老草蜢吞落肚屎氣，土狗兒一看不了壓，太麻雞公嘅唔啲事，我講雞公硬嘅不應該。啲南山是聽我嘅阿妹老阿舅，有啲北山甚聽我嘅姑姑老阿姨。你們來打探悶看，土狗兒唔明雞公也得幾件你要做法是你當愛，你把我絕對冇有你，你隻土狗兒一講日點腳，木當當。哦，細屎牙牙，地手白腳向前一跳，咪本雞公細睇戲。收看的客家配戏。向前年欢迎准时收看国庆大会特别报道。今杯人家谈到了总统的国庆公演，对外界高度期待下，来自中国党台压力下，因谈到总统过去摆重新对人的关系而好好的来沟通。到底两场公演地图有哪条特定呢？详细来解读地方，先为大家紹介來自現場兩個特別來賓。提前同我做小片來自全球大學社會科學院的江明少江人長，院長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
各位大家收看，这是台北日学台海庄桂生庄教授，高中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副总感谢两位教授好，你长时间合作，选举开始辩论你也来讨论的，嗰時即係超值嘅時間，你也來討論嘅。經過8年、40年，總統發表佢上一面第100國慶嘅講言。啱啲大家都提講，大家同其他啲一件事情。不過其實中國大陸佢都有一本你一太嘅壓力，所以對這樣嘅結構底下，談到呢一場講言，你兩個教授有談到乜嘅亮點講言中？我是感覺好像主要是本兩點來看談個，一個是講對內政方面哈做加強改革哈。也是現實嘅決心嚇。一方面咧就講，假使講做繼續來談一點會較好，就講唔單到改革，嘅改革內容地位嚇，一樣同各族群、各個不同嘅力量嚇，一講經濟方面嚇，也社會方面嚇，一樣嚟互相嘅對話，係一起點嚇。天到對態度對國際社會嚟講嘅話嚇，那相信用態度嚟講嘅話，當多事情用態度一定要了解就講。在對話當重要，好，白佢嘅意思講，希望態度做得好好的對話哈，冇行個大的路線。總教授，你談到乜嘅有本知道，年代冇想到，結果會從總統嘅再度講出來嘛？我想佢強調嘅一點係當重要，就是講，對於兩岸關係，佢會維持非常重要嘅一致性，然後可預測。好，一點來講係。美國哈到過去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哈，有意無意也好，真實非真實也好，經常會提倡，也係見過台灣的執政當局。Surprise free。係唔做乜嘅事情吼，當然有你本身的民意，嚇有本身的考慮，但係至少要一致。好，你講過一句話之後吼，除非從太嘅原因吼，冇精彩修改。然後最後係講可預測，就係冇講讓呀美國係啲國際社會吼。看到報紙，當地都講唔可以用辦作，我樣一點即總統按嚟強調，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原則。過去來講，較少人嚟講。第二咯，佢強調講佢講都現有嘅政治基礎上，維持兩岸嘅和平穩定嘅關係。特別強調講有利於兩岸嘅和平發展，乜嘅事情就可以談。一和平發展呢啲事非常嘅重要。因為也係中國當局個經常強調嘅主要嘅語言。最近一次係2016年嘅7月5號，中共中央政治局嘅常委，也係主管對台事務嘅政協主席俞正聲，佢係除咗習近平外一方面，佢係最高嘅領頭人，主要負責人。亦就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係有利於共同嘅利益。也就係講，都有兩岸關係發展當中，我同各位觀眾朋友報告，中國方面非常重視要用乜嘅事，講乜嘅話，同佢講共用嘅話，和平發展，佢講和平發展，人家講和平發展，其實也係有相當重要嘅含義。而且總統也強調就係講，要和平發展，只要遇到和平發展，乜嘅就可以談。我想一點係過去唔識講過，對未來係咪有可能遇到一和平發展同中國談判嘅事情，或者係經常大家提到嘅和平協議，或者未聽和平協議其實是談其他嘅內容，我想過去冇提到一點，我想係當重要。OK， 先感謝兩位教授，先為大家整理一下，家下總統所講嘅內容，其實要透過圖表來看。第一張嘅圖表，因為大家都整理，見唔到圖表當中看到總統嘅國慶談話主題叫做堅定向前，本國家因為改革變偉大。因透過圖表，第一張圖表同大家來看一下。記得兩張圖表當中，其實總統嘅談話就本就係3大主題。第一大主題是政府嘅施政主促，還有國家嘅藍圖。加總統講到咧，韓國族權還有認同嘅對立，然後改革為到後生人，因為後生人好時國家好。那總統講到轉型正義重要性，而本一年民主重新嘅出發。針對經濟方面，佢講以下一年外資嘅投資也創下新高，表示一年係向正確嘅道路嚟前進。那佢講到司法改革。只要聽到，我上次佢講係司法人，然後台法官哋因事多不少，是為60個展開。第二點，總統講係
台灣對國際嘅參加所做嘅代表，我已經看到嘅宣告，佢提醒講到係參加對當時影響將來出訪嘅時節，老一年邦交國建立很緊密嘅關係，也講到咧陳建仁副總統出訪，同時雖然呢啲國際項我參加呢啲國際組織唔係安改，不過台灣很係做嚟為國際社會帶來貢獻，所以佢也講到咧，佢上任之後，老美國、老日本嘅關係變得很好。然後佢也講到係政府當重要新嘅對外政策，叫做新南向。第三點是大家當關注嘅是兩岸關係部分。呢個地圖學來講，兩岸關係以前我來討論一下總統講嘅對國際方嘅關係嗬，因為你也做唔到冇從來冇看到樣，明明一開始中國大陸記者嚟揸旗翻，年被強壓，被壓進去中國大陸去，也係第一點。第二點，佢哋作為乜嘢以經逼政，用經濟手段來做政治嘅咧威脅，講下。講少一唔可以少，少得一般客家。第三點，國際場合提就打 IQ， 係咪就算蔡英文對5.2人超這些表述善意嘅，純粹教南機嘅。不過中國大陸冇提通善意，也開始有啲咧冇耐心對人哋出書嘅。所以講一種做法嘅話，就講睇到一方面嘅變化太大嚇，唔係講台灣一方面有問嘅睇變通嚇。不過因為台灣係民主嘅社會嚇，乜嘢嚟做政治兩頭面嚇，基本嘅政策冇有太大變化。嚇，一天係講求生存、求發展。不過那一方面同人對話嘅和平相處嘅嚇，一天會盡量嚟做到嚇。但係我因為我也睇到嘅局勢變化動態，也當遺憾嘅天，我剛剛也總教授也聊有談到嚇，只不過兩岸也對話嘅語境啊，嚇對用詞。遣詞嚇，嗰日語境，台灣人才特少，對佢嘅了解唔拉長嚇，所以講也能開始講發展雙軌嚇，第二軌、第三軌嚇，各種民間嘅方式嚟了解睇到佢嘅意圖嚇，個避免講誤判，所以講總統前2年嘅談話地位，也擺同講睇到不要誤判，希望人家台灣也做唔得誤判，所以一方面咧話一天咧嚟到也較高嘅層次嚟談嚇。不冇單單係經濟嘅問題，也係講好多區域和平發展、安全體制嚇。有種方式講發展下來嘅話嚇，對個區域嘅穩定嚟講，各方面就有利益。我就2點來講啊，你係做唔得反應，係咪兩岸嘅交通確實係倒退咧？因為之前你可能兩會嘅關係，海基會、海峽會、兩會啊，包括升級連6會會做得來直接嘅對岸來對話，因為馬習會以後。你下變咗係佢組成亂切團體，其實唔亂對話。你唔係講你唔可以對話，佢唔俾你機會，一樣嘅事。我想兩岸嘅對話嗬，特別係像國台辦，還有兩會會之間嘅對話嗬，確實從5.2年以後嗬係停下來。係，但係呢，要看一馬政府時候嘅嗰種對話嗬，係講真正有辦法討論事情、解決事情嘅對話咯。含係一種嘅禮貌性質安排好嘅一種性質嘅對話。我想假設係後者，就會講安排好嘅禮貌性質嘅嗰種點到為止嘅嗰種對話吼。嗱，因為實在意義來講，價值來講吼，也係有限。距離來講，比如講也有啲位台灣人吼到國外有一種嘅翻譯假期嘅協議，就搬中國作轉去。一點吼。到5.2年以前咯，實在已經發生過嘅。係，但係一嗰個時候發生嘅時候，嗰隻時候嘅所謂嘅交通嘅管道有發揮乜嘅作用喎？依我嚟看嗬，作用幾乎等於冇。當然而家唔係評論嗰隻案件，也唔係講萬人有罪，係你萬人有關係嘅，也唔係人根本嘅節目時間要談和討論。但係不管用啊，嗰個時候講嚇，而家。講到嗰個時候要交通嘅管道也好，要會談嘅嘗試也好，但係對於一件事情要談喎，要多啲解決喎，要辦法幫大家依啲交代，係你把啲事情咧前因後果講清楚喎，看一冇，所以講當然兩岸嘅交通一下從5.2年後係較少，甚至於冇，但係我強調講，與其強調講要交通冇交通，不如去看講一交通嘅真正嘅目的品質。係咪要達到？
迄假使无太多嘅花吼，啊像吼也基本上迄咩油和迄毛吼，不必看到按严重。尤其迄要一下来讲吼，啲总统啊，我知道一擺嘅講法吼，有幾個地方係呢當好。第一，佢唔可以像以前嚟講啊，唔可以強調台灣嘅民意按樣辦。因為實際嚟講民意唔係從頭拿出嚟講，民意係唔可以自己去落實。但係而且中國方面非常唔喜歡談到台灣，強調講某個事情就會台灣嘅民意按樣嘅，台灣嘅民意按樣嘅。因為大團總告訴是民意力量是本來力量有啲嘅合作，因為喺中國大陸國台灣嘅發言安鳳山，而家講冇大估中國大陸13億人嘅民意，連中國大陸今年咧唔從事民意國家，而家都講用民意兩隻字嘅。因為經常強調民意實際就有一啲嘅講到中國唔喜歡講到嘅事情，因為中國以下嚟講，不管佢經濟上嘅發展、國力上嘅發展，至少最大嘅長度嚟講，全面參加民意政治、民主政治，佢係蠻快事。所以不斷地強調民意，佢會知道講唔特別尋解麻煩。因為假設講真件愛問中國13億人嘅民意，不管係判選舉也好、民意調查也好，我想要兩岸通問題，絕對唔係13億人最關心嘅東西。佢哋可能最關心嘅係經濟啊、民生啊、貪腐啊，就像以前講到嘅吳坎村嘅問題，係咁樣。所以不斷地講民意，真件民意拿出來13億人嘅民意，可能唔係真件用嘅關心，或者係講關心嘅順序或較後部就會有兩岸通問題。因此一點嚟講，我知道總統之前強調講誒國際參與，佢國際參與佢哋講嘅非常嘅含蓄，就會講人咧實質嘅參加啦、海上嘅合作啊，一等等，佢也不太強調講誒去重返或者係加入聯合國，或者係講對於一擺一啲國際民航組織也好，還係其他嘅參與有啲咧受到挫折，佢也冇多片講中國樣辦大RN，係按樣基本上也算咧較開放，冇特別強調一點。所以我想佢想愛改善一兩岸關係嘅用心，我想係非常嘅沉，然後也十分嘅希望可以做到一點。佢當然，中國方面以下來講，佢表面上唔可以馬上接受也係談話，表面上馬上肯定，我想佢也唔會。但係對於佢嘅演講啲都會重點內容，譬如講家講嘅和平發展，譬如講為到現有嘅政治基礎上，維持兩岸嘅和平穩定。又乜嘅按到現有嘅政治基礎，中國方面佢絕對會因為講要現有政治基礎，只係兩岸係一個國家嘛，佢絕對唔會做出相反嘅解釋。都一點嚟講，所以唔講現有政治基礎，實際就本日中國方面自由解釋嘅空間。佢也冇強調講台灣中華民國主權愛獨立，係呢講一點係伊咧未來一樣嘅來發展嘅民主啊等等。我想一點係呢充分咧要考慮到即係大陸方面、中國方面嘅一種想法。算係樣譜。我想強調和平發展，以後當然就會一方面因為一句話冇講就會冇講，唔講嘅人家就會問講。你有乜嘅意思啊？你有乜嘅方法？你就變成講一片指引，但你以後我必須要一方面做交代。今日做的進一步擴大總告訴你嘅計劃，係咪佢本外界不論係咪中國大陸喺台灣嘅人，有一個空間和平發展變咗條約化係有可能嘅。我想一排看樣嘅發展民意來講兩岸嘅情況，美國嘅政局等等，我想一定統就會有影響。但係我家再次強調就會講，第一講係和平發展，而且講為到和平發展，乜嘅就可以談。因為中華過去係只有中國會講啊，唔只要為到即係呢啲中國人即係下乜嘅就可以談。因為要用入法，乜嘅就可以談。一點實際上係呢啲過去冇嘅情況。第二突破啊！以前阿邊人時代一到國慶特別會強調乜嘅東西，強調講外國兩次會參加，凸顯講一邊一國，呢國慶也有當到國家來參加。今年是來13天啊！今年都一點
较淡化。当然可能係一年來嘅元素去俾外國領袖只有一位但係以前面對一種情況以前我用嚟處理，就講歡迎，譬如講美國代表團沒有議員，日本代表團等等乜嘅人，反正要台小組嘅都來，就一個咧把個名把佢講出來，讓人家凸顯講呢不斷嘅發展外交，乜嘅國嘅人就要來，因為佢既然咁來願意來佢也唔可以擔心。其實行通支持台灣啊，但係竟然一方面低調low file 非常之多，我想一點也係對北京也唔可能講冇看到一點。而家講嚴重嘅補充，因為我想補充幾點嘅睇到講13億嘅民意啊，所以講有13億民意係因為那個中國夢民族主義大發展下來所以講，雖然講對今日睇到嘅網民嗰個民意嘅力量當強比如講一打台灣嚟到也不可小看但係個因為講因為這個新政府上來以後同過去來看的話有一點係貼喺知道從事的地方就講到對話，對話取代對抗。這點來看的話就講要對話兩個內容，有兩個內容一個講到台灣共識。一個到兩岸共識一個就對內部地位，假使講唔對地位嘅台灣共識，一個冇辦法否決起來，個達到某種程度嘅支持度當到事情呢對我當然，所以講有兩岸共識嘅基礎應該係講台灣共識而且發展起來一點先內政後外交後兩岸一種順序應該嚟慢慢地嚟做到嚟所以講規則嚟看嘅話，一種很多。一種國政架構人家變主導權而來進來意思講要對話嘅架構係乜嘅嘢？應該嚟講係對台灣最有利嘅地方係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經濟發展、個多元嘅文化一方面嚟假設嚟談嘅話，用按嚟作為按對話架構嘅話經濟方面、社會方面、文化方面各方面都做嚟談，所以講。我假設講，一直來到按照政治方面的架構來看的話先政治後經濟的話，台灣的出路當然。假設講，你講有一種乜嘅架構，就為了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我知道一方面話台灣會當有前途。剛才兩位教授多少對於講到，其實蔡總統也講一件事情，李下基上去面後，你老美國、老日本的關係。變到很好嘅，呢一點我哋總教授有看到係那件事情，本總統也本你再有啱啱感受，第一點第一個問題，你講到美國，講兩岸關係冇可能冇講美國啦，你大拍講一則法三則公報 ，TRA 台灣關係法上海公報、建交公報，記得兩篇只能呢一隻機制做了很多年。你也是有啲像中國大陸竟然講9·2共識，佢係一隻機制，因為佢係一種架構底下佢來做嘅事情。老美國也係中國大陸老美國你話依法3公報，沒有種長途是係美國處理兩岸關係嘅時間，經濟嘅東西。你係講這個機制發展是樣，係講唔這個機制，從頭擺陳水扁總統嘅時間是有啲嘅超過。美國只講你係 trouble maker，係咪按我機制對你嚟講，永遠都係一隻限制，兩種問題請教總教授。我想美國對台灣運用嘅政策係呢，佢對一兩岸用嘅定位當然受到亞洲真嘅形象嘅影響，但係不管用嘅我想台灣人本身嘅意志係呢最重要嘅。譬如講過去8年兩擺大家選出馬英九先生做總統。因為馬英九選舉嘅時候，繼續強調9·2共識，所以美國佢當然因為講，台灣人民係支持9·2共識因為佢選舉嘅時候，佢也講到當清楚。但係而家來講，一擺選舉不太強調9·2共識，結果唔拿當選。所以美國會慢慢地因為講，人家民意經過去8年可能要調整。因此佢到以下來講，佢係呢表示講支持台灣嘅民主，支持台灣嘅先即係制度。知道台灣能夠有意義參加國際組織係當好。一點。你禮拜 IQ 你看到嘅是？我知道以下最大嘅問題就係講，美國可能還看唔出，台灣對於保護自家嘅安全，
改建自家内部的问题，来向样嘅有效嘅同中國進行來往吼。我知道美國可能係冇對唔當滿意，冇辦法知道講唔到一條方面吼，要做乜嘅有用嘅事情。因為不管樣嘅嚟講吼，中國佢係實力上升，佢變到較強係事實。所以對美國嚟講吼，變成講台灣愛維持現狀吼，唔愛做嘅事情，國防、外交、安全、內政，唔即係愛做嘅事情，唔愛付嘅資金吼，比過去嚟講一定係行較多，唔會變到較少。但係你一幾年下來吼，唔對一條事情吼，唔睇好大係咪有一個比過去嚟講行較好嘅做法，行較好嘅改革。我想美國我看唔出家本身體制吼又變強冇，政策又變好冇，來結聽講佢安樣來支持。問題兩個是無了解，既然安樣，蔡總統係用乜嘅評乜嘅講，佢因為了美國嘅關係變到很好嘅。我想作為總統吼，佢當然為到振奮人心吼，因為畢竟佢本身係上述者吼，國家嘅商業當然會按嚟強調啦。佢除非都非常不得已嘅情況，佢唔可以講要同美國係咧同任何國家嘅關係有問題。我想其他唔可以按嚟講。第二咯，嚇從以後嚟講啊，至少對於民進黨政府對佢本人嚟講，吼美國冇乜嘅批評。一點係看得出來，就會冇批評。以前不管用嘅雙敗執政嘅時候，民進黨係被美國批評到較厲害。所以不管用嘅由小變態，佢講一下關係還算唔差，我想係當重要。但係基本上嚟講，從佢上台到以下嚟講，人家可以觀察就係美國對台灣參加國際組織也好，係呢是呢安全嘅承諾，武器、軍事方面嘅支持。一幾點嚟講吼，係咪真件要變到較好？我知道係要考慮。比如講，參加國際組織，一點嚟講啊，看到一擺美國實在冇乜嘅 TPP 咧，冇理想啦，表現咧表現啦，可能一方面慢慢嘅愛有新嘅做法，冇照過去嚟講可能唔可以乜嘅差別。當然美國佢咪會揾政權嘅，而係揾用嘅，冇人會啲啦。不過一點我想係你可以觀察。譬如講軍事安全，然後一種東西唔講買乜嘅武器也好，係呢實施乜嘅樣嘅國防嘅計劃唔係1年2年可以完成。所以唔實際嚟講，一下美國冇乜嘅宣布已經10年咧，揾到明年時呢美國政府出現再對台灣有乜嘅事呢軍事方面呢嗰種支持也好，武器也好，又一定當久啦。從喺呢一點。蔡總統上任見講，飛行機自家做，艦艦自家做。不過前波談到美國國防部執行官員開台會，佢對美台國防工業會議佢有講嘢嘛？我談嘅講嘢嘅內容係從呢潑冷水，因為變到美國嘅態度對呢一點上從有啲嘅轉變啊。一件事情分到兩方面看吼，因為一總統上來以後實在對國防嘅改革，大家印象最深嘅就係所謂嘅飛行機自家製造，所謂嘅國機國造。係啊。第二就係國監國造，就係講最監所內係自家做。有兩件事情要分開。第二就係講飛行機自家做，國機國造。一點美國佢有本身佢希望同台灣合作，就係佢有數項有現有嘅教練機，希望能夠買本台灣。一點來講，假設國機國造。一點當然美國會希望能夠都一個前提之下顧到佢利益。所以假設講係採用其他歐洲國家嘅設計一點佢美國當然唔歡喜。一點我想為到其他嘅國家利益係非常正常，所以對一點其他就當然保留，我想正常。對於佢軍監嘅部分因為過去到李登輝總統嘅時代，美國曾經就會講。年初台灣自家到台灣自創軍監，即係拿到美國嘅設計圖，美國嘅武器，然後佢就派人到一邊來教人哋工程師，教人哋工人用嘅裝備。但係一點當然人家付出嚟相對嘅經費啦，但係一點做完嚟以後，並冇就一點以前美國本或者係年初或者係支持人家基礎繼續去發展。點到就不用嗰幾片就冇聽筒咧，所以美國會知道講，哎呀，不斷地強調一條東西，
真正吼，迄么对人防卫能力真正有帮助。哈，你讲唔是迄味道，伊个真实的显示吼，一点佢当然也有意见啦。因为台湾本身武力唔强吼，就等于係增加佢自家嘅負擔嘛。所以也在以前台灣都有國防自主、國防自家研究發展嘅一種嘅表現方吼，對美國嘅標準來看吼，可能係有需要加強嘅地方。但係美國真正在乎嘅講，人軍隊嘅訓練啊，軍方嘅這種嘅事呢，連可以有辦法配合人社會嘅變化嘛。基本嘅戰鬥嘅能力係咪有提升？但你佢知道，你一點好像看唔出有乜嘅新嘅變化。係，一點我知道係當重要。來整理一下現場整理下，家下你講到國際關係嘅部分，總統都家下講演地圖，你看一下天儀獎嘅圖表，都天儀獎，你為大家來整理嘅圖表，就係看到台灣對國際參加了大變嘅成果嘅時節，總統啊講到。第一，重新定位台灣對亞太嘅角色；第二點，新南向政策，你大家清楚嘅；第三點，可能連觀眾朋友老愛參與，談到行開了中國態度合作，所以針對呢國際方你要做嘅事情吼，第一冇乜嘅特別講唔了解啊，從2023新南向政策。年代大家報道，所以唔想誒向西片嘛，冇將你嘅結論做先表到解嘛。既然樣，你要新南向誒，做埋要講就要留中國態度合作，冇唔清楚你係因為啱嘅政策。因為對總統來講嘅話，台灣嘅發展各方面嘅，剛前面有講到美國嘅利益美國地方有討論講棄台論，也有種按佢有講保台論所以講美國佢到底對台灣嚟看嘅話，一方面佢看台灣，另外一方面就講台灣人讓看美國。政治上當然講台灣同美國做講合作強下，民主政治。經濟方面嘅話，因為講對中國態度會依賴特層，所以也就講對個政府嘅個兩頭人嚟看嘅話，佢希望各方面嘅均衡發展所以講從呢方面嚟理解講新南向政策做理解但另外一方面又看到一點事實，就講中國態度佢做一個經濟強權來看的話，因為台灣都有中國、日本個態度有3方面之間有角力的部分單係講政治方面的話，可能會行唔下，所以講經濟方面有辦法尋到一種合作的空間冇，也就一直也偏就講也新政府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但係講因為講也因講各自爭議堅持改革也係主軸嘛也放各自爭議，希望要有進一步的對話，最後有共識，這樣嚟行其他路就講也係時機的問題，時間的問題啦。一方面就講時間表也方面各方面的時間表冇重要，所以講也對啊。我哋下你用大白講，時間係。期待你哋位係幾條改變？而家當然講希望個時間期待人家偏好，但係講人家經濟方面發展冇係事實所以講人家政府一定會先較走就講希望講各方面做同合作嘅，讓台灣發展嘅力量做唔到表現所以講一方面新南向要減低依賴，但係講從中國態度合作嘅話，意思講經濟方面、文化方面、消費方面繼續嚟加強合作。個政治方面嘅話，應該還是做那種各自爭議對話代替對抗的一條路。我哋一點嘛當sen事。你上任咪是即談到新南向政策，哇！喺度動態上，喺度總統府底下設你隻辦公室咧，很具體咧，前外交部長汪志芳汪部長做辦公室的主任，冇2年，結果變機又係變駐新加坡嘅大使，到今4.2年時間暗長。你也冇看到新南向政策有乜嘅係實際嘅內容，也係戰略嘅方向。我新南向影響幾大？新南向政策嚟看嘅話，應該係一種戰略性的。教育也係其中一項家下我相信嚴重也有談到。係一種戰略性的一種走向嘅一個宣示所以講當然講一方面係從整體外交一方面嚟行希望講從東南亞國家有較好嘅發展但係講經濟方面做得來都較沉默
一方面当到条件，也唔係講案件難事情，個因為講政府一樣的行哈，也是各方面這種各個部分也得嘗試哈。但係講規則嘅一做法嚟看的話，也唔係乜嘅冇嘅事情，哈，就講台灣一發展的話，北向、南向、西向、東向各方面都要去發展嘅，所以也唔係個唯一一條路，但係個一條路係新的嘗試。哪一點？你每個看呢，人家來看內部的問題吼。我知道當好奇的是講，都新政府上台以後啊，大家把都講國民黨變蔡亞黨嘅，佢當自己愛出書，愛來底下往外來監督嘅吼，咪當然愛來出這個。盲看到國民黨出馬嘅態度，從然了樣嘅內部成。因為唔係一樣嘅，像係你看到有幾隻團體，佢陳了嘅是開始批評講蔡英文，啊有講要係連場下台，呢下點你一開始有啲喲，因為係陳了嘅成出書，總講說你這個有蠻困難嘅事情。我想林權院長吼，長期以來佢唔算係民進黨嘅重要人物啦，吼，佢甚至也唔係民進黨嘅黨員，所以。同傳統民進黨嘅不管係梁秋也好，還是支持者也好，吼，各種歧視一定係存在。好，天意就會講，佢嘅人事政策吼，用人吼，嚇同傳統民進黨會去考慮嘅吼，也有動態嘅無窮用。民進黨過去到阿扁執政嘅時候，你可以看到吼，嚇佢嘅政府嘅用人基本上係唔係就會複雜，冇就會已經做過民進黨嘅縣市長。係你自稱嘅立委，哦，一種人，譬如講葉菊蘭啊，哦，余正憲啊，哦，又李義勇啊，哦等等，有啲人不管用嘅，對民進黨嚟講係熟悉，而且也有合作嘅經驗，哦，我想政黨政治基本上也按你也係靠克服常態，但係啊，大家知道林權嘅院長也係佢做嘅事情哦，哦，佢應用嘅人哦，哦，同民進黨嘅落差，哦，同民進黨嘅距離行過太。大方講乜啥？劉維飛鐵男嘅，又係講外交部長鐵男嘅，你哋都算前朝嘅人。國安、外交、兩岸，然後財經，不管樣嘅一條人，一條現任嘅一種嘅部非首長，唔係民進黨所熟悉嘅人。佢當然問題，你還是係蔡總統為本人民支持嘅中間路線啊。你做唔得一上台哦，我先解釋，我講我要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啊！我上台以後哦，排寫好，我係行轉去陳留改編嘅。我想合理看來啊，就係講選票嘅比例來自於這種傳統嘅支持者嚇，你要邊度比例？中間選民幾多比例？唔來分批啊，內閣嘅人士簡單啦，民進黨大敗選前唔好嘛有35%好嘛？是基本盤算35%。基本盤35%，即當然每天可以做到按完整吼，但最大嘅長途以下來講，佢嘅民調來講就唔係當過。特別講中間選民可能也不是唔用按你認同以下人士還有政策還有表現啊，所以係咪時有到一個我檢討嘅時候我知道係可以研究啦。研究方面係是咁講因為講當做4-6年正義當到政策還蠻有開展出來也看看就共享行政來講，你講一隻基本嘅自信，民進黨唔係提回擺執政嘅，其實做過半年，佢長嘅時間將係本縣政府檢視起，你也做得算共同。以民間嘅看法嚟嚟講嘅話，睇有講，能夠不過能夠民進黨主流也講係中間嘅選民度嚟看嘅話希望講依個共享政策做得行到較穩個較有發展啦所以按你心情之下我知道蔡總統佢有掌握到安尼。主流就講改革太過革命漸進太過激進。有啊，根本嘅主題係改革使國家更偉大。對，因為講一種穩健路線不見得壞事情。但係講因為講嗱行出嚟嘅話就講較樣樣嘅啦較樣會樣當到安尼較緊，較希望講馬上有看到立竿見影的人，不知道不舒服因為講做一個政治安尼講兩頭人佢各方面力量比較平衡。一方面嚟講嘅話，佢一定要有經濟方面的發展，佢一定要先計先睇的，打下天下，治天下。第一個最重要係經濟，經濟要先過政治。你點啊？你問題兩邊告訴你嘛？看
加严重提倡一件事情，佢作为两头人，莫唔记得蔡英文你系两只身份的两头人，民进党的两头人，然后你国家的两头人，经济系国家的问题，加上系强调讲，做乜嘅陈六嘅会不满，因为佢也系民进党的两头人啊，系唔系是因为佢同时会兼了两只身份，让可以自家独到样嘅难题。佢讲佢根本是总统时候，佢系咩？民进党目前搞本民进党主席啦，唔系啊。一般来讲，先进国家来讲嘅话，伊说像台湾总统就兼个党的主席因为讲也两方面也不见得完全一致每一个有一个必要的紧张关系所以讲两边都兼落去的话，当然讲会困难实在，因为讲两个角色落去的话，他把鸦片讲亚当法，这边讲亚当法，但是总告诉讲人家解读人家唔会讲，唔多民进党非常讲的话，你身份冇办法一直变嘛，你香港好像总统身份比较冇办法脱落脱，所以讲一方面的话，应该讲为了一个制度化的一个走向党的主席同样国家嘅两头人之间怎样的切割应该要好好的考虑讲，一个国家作为国家两头人以后连党员都推脱，系啊，因为你作为讲全国的个支较强下了的支持呢，唔係講唔做一個黨嘅一個領袖天來咧。講就你嘅啊，前部唔知睇緊記得冇？民進黨你自家講，我用台灣嘅名義加入聯合國，結果政府自家跳出，所以係咪告訴人認同以下樣嘅大禮嘛，樣嘅困難？蔡總統自家講嘅檢驗，佢年代有想講冇檢驗，自家以下要面對樣嘅難題。因為台灣對外政策也好甚至於對根本亦係上世節對中華民國體制嘅認同對外政策統問題他搞嘅承認，就會不同嘅政黨不同嘅族群對一方面嘅看法、立場、支持度係呢有相同嘅差別。我對乜嘅？對就係中華民國體制，中華民國嘅歷史，轉型正義嘅問題。還有對外，對中國大陸嘅政策，還有外交，我想不同嘅族群對一條事情嘅看法，對台灣社會來講，係呢有一定嘅差別。因此呢，唔做一個總統，一樣嘅能夠平衡一中間嘅方向，知道一重要。但係更重要嘅就係講，唔除咗平衡一國內嘅族群嘅不同看法以外，唔即係要清楚嘅頭腦同智慧去了解講，唔做乜嘅。蔡金樣辦的政策對台灣的整體利益最大，唔係聽講靠那片或者係靠整體萬人的支持，而講唔係即刻提到講乜嘅套路乜嘅最有用。問題係，你阿個問題嘅前提係，佢兩頭嘅黨立場啦，而家講國家立場共同嘅利益係一致嘅時節，係講有你阿個國家嘅利益，然後黨嘅利益冇一致嘅時節。開始變做係兩頭人嘅難題。係，所以實際上來講，大部分嘅國家就同家下嚴重講嘅除咗共產國家以外講執政黨嘅兩頭人或者係講國家主席同國家兩頭人經常係冇共樣嘅人啦。譬如講英國，大家講英國係聯合國制嘅國家，但係佢執政黨嘅黨主席同首相唔係共產。美國佢係總統制，但係不管乜嘅黨執政，譬如講共和黨執政，共和黨主席同總統，佢哋係冇款之後點都冇共樣嘅人。一種嘢像日本，甚至像日本嚟講，日本遐首相，其實在也係按到黨首，實在黨嘅實際嘅負責人係呢，嘅主席也唔係佢，唔係佢首相，所以就講一中間係呢有一個空間，嚟後用一個兩頭人嚟講較好做事情，而且實際上嚟講，你講黨嘅民意基礎畢竟冇全國嘅民意基礎來到安泰啦。不論哪黨都強化到台灣，你國民黨也冇啊。所以你講不斷地強調你黨嘅兩頭人，還有真嘅一種選舉嘅兩頭人以前所有嘅總統就有想辦法來兼顧，但係後來除咗像以前台灣都民主化前嗰種黨國一體嘅時代佢可以做得到，冇之後總係有一定嘅困難。陳水扁、馬英九。明明按都是派啲嘅，從連大家都冇好到啊！我舉例嚟講，比如講民進黨就好啦，你講民進黨佢係執政黨嘛，但係民進黨嘅最高嘅權力機關
这一般来讲，迄党员代表台费，但你党员代表台费今年当可以多嘛？所以其他迄党嘅所谓总赏费、总执费，但你总赏费、总执费，佢啲都會成員，並唔係喺內閣嘅成員啊，還有司議員也有啊，還有冇公職身份嘅人也有啊，唔講亞中嘅權力機構，面對一下政府嘅實際運作係有差別嘅嘛，既然講做兩頭人黨主席。我對一條人附近呢，因為嗰條係黨員嘅代表先出來啊，但係一條人係咪真嘅係政府嘅負責人咯？政府嘅負責人一唔係啊，順便嗰條同最後兩頭行政院長嗰兩頭嗰條人就冇共樣啊，行政院長也不出席民進黨嘅總賞費啊，你黨員都唔係做乜出席，所以唔講啱樣係兩頭嘅。一總賞費啲都有人有冇共樣嘅意見，嗰條係自由啊，但係唔能用擺喺行政院去執行，一定有困難。OK， 那 Annie 體育團嘅方面，先感謝兩位教授，幫觀眾朋友先歇困一下，等下都講過之後，個圖睇來看，今晡日國慶大會特別報道，先了解下啱住狀態。大家好，我是客家社龍，意思就是大家好，我是客家社啦，我是客家女婿。我今天可以1秒鐘的教會你。西安客家話的學怎麼講？謝。我來的目的就是要把客家話學得滾瓜爛熟。音符下隨音符了，看台面上田主持人朱海軍行遍台灣，拜訪各行各業嘅大使，同時學習生活行業。大禮拜5安排到8點，音符下聽下學行業了。因为整件周到豁出去的感觉。这个也是属于你的。要在礼拜除了动好，还不咪动好嘅分数。你一些比一些结果。觀眾朋友對鐵棍之後繼續收聽國慶大會嘅特別報道。今日嘅節目現場為大家邀請到兩位特別來賓，分別係專注大學社會科學人嘅江明少江站長，嗱台北醫學大學莊桂山莊教授。體團感謝兩位分析後，Annie 家下對講過時，Annie 也請 Annie 嘅討論來建議團總統嘅談法。等下會從經濟、外交係兩岸天天來講，先來談一下對經濟嘅方面，總統家下係點樣講嘅？我们提出以創新研發為動能的5+2產業發展計劃，在前一段時期，這些計劃以及相關的法規修正配套，也已經一一啟動。我們的目標很清楚，我們要為年輕人創造好的工作機會，提高他們的薪資。產業轉型是振興這個國家經濟的根本之道。我們會堅定地往這條路邁進，但是這是一場漫長的路。不過，我們有決心突破各種困難。政府已經提出擴大投資方案，從改善投資環境、激發民間投資、加強公營事業的投資，以及強化創新等等，多管齊下，致力扭轉低迷多年的經濟，台灣經濟的振興及產業的轉型，關鍵就在我們自己。談到總統嘅講話，多轉到討論嘅現場，無論民生也好，經濟也好，蔡總統上任時間2年之內，我相信當到民眾百姓係5萬隻，你講看到一度嘅抗議，大方講，總統講勞工講好生意，你睇好生意。年紀太大，我物價太高，按我觀念，先前大家是談到當到嘞，先後從年也冇看到有改善。勞工嘅問題，年單大家發到，哎呦，民進黨係勞工起強下，一年係集權，唔好想講，頭擺都國民黨時代記得勞資方從年關係也好，你下上台以後對一哩嘅當中，結果當中勞工團體不滿，乜解？
原來唔單止冇改善，還行轉頭擺嗰條路。仲埋睇下其他按國嘅，為其他羅防嘅政府上台以後，將人做嘅本民眾要按到係什麼？一方面就是講哈，新的政府嘅新的方向哈，一方面一定要政策方面哈，要達到政府嘅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哈。所以講，影響經濟發展頭擺一三的做法就是講重商主義。但係個人台灣而家發展到公民消費地位哈，各族各群各階層哈，利益上嘅自覺意識當強哈。所以一方面嚟講嘅話，亦唔係講麻煩事情哈，亦對台灣嘅消費幸福嚟講嘅話，亦唔係壞事情。所以講有兩條路向下行，一個做講經濟發展，比如講5+2產業轉型，亦當下嚟做，重商做嚟做，但係講社會福利一方面哈，要照顧到嚟，還有社會利益部分哈。所以講按照運通，我一直在發展出來，就講政府一方面那個政策性的嗰種了解哈，唔拉扯，也因為講也延續台灣一個政府嘅做法哈，一直就講重商主義，而扭轉過來嘅話哈，應該從分配正義一方面開始來加強哈，所以講分配正義一種社會福利嘅做法，不見得對人經濟發展會有安尼對抗哈，應該相輔相成，社會福利也是一個經濟發展當好嘅條件，所以講比如講你長照。你做得好的話，帶動當地嘅就業，好產業轉型，特別社會福利產業沒做轉型啊。好一種講一個方面來看的話，講工作機會、薪資嘅提升，也總統全部有講到。但係你做法一樣做的話，中小企業問題係嚴重兩點是政府是當難做，因為本員工錢呢係調價係企業，政府是。出咗一天，政府唔是來負擔呢件事情，咁企業當然不滿講啊，你當年都喺講哦，薪水要變幾多變幾多，你唔是負擔嘛？問題係講政府除了講，政府還是得做到嘛嘅。喺兩方面做嚟嘅講法，一個就講政府嘅個相關嘅個影響多嘅嗰種單位哈，比如講軍公教也好，也國營事業都，而帶動，好帶動也增加人嘅薪資。個另外一方面就講喺民間一方面嚟講，立法。比如講，你新加坡嚟講嘅話，哈，佢有立法就講，所有企業，哈，10年之內一定要漲1倍。一方面說一年漲1/10，調薪1/10，就講當然的調薪就講有個別差異，但是講整個企業也用人成本就有提升。好，因為講按你落去嘅話，你講假設你10年內做唔到嘅話，你要到企業本身冇辦法到新加坡註冊。好，所以講要到政策方面要到研究哈。但因為講人家台灣那個重商主義的影響之下哈，大量的對企業哈，各方面都講起倒騰，大量輸血。但係講反過來講，你講民間各樣的弱勢嘅個輸血，比相對來講，自然多少來講較少啦。好，但係講民間都靠自家嘅啦。你講政府一方面嘅投入自然太少。係。強調總稿主之前，先嚟看一下，家下你為大家整理聽議長嘅圖表。對聽議長嘅圖表當中，人家看到咧，蔡總統講政府水準嘅主題啦，國家藍圖分配就4大項，呢幾項同大家來看。第一項對你隻施政藍圖當中，總統所講嘅聽議長圖表，你來看一下。第一項佢講我減輕後生人嘅壓力，有乜嘅咧？社會住宅、年金改革、長照、托育，你後生人先是因為。聽議點佢講到，創造機會，世界係5+2產業嘅政策。第三，加強強權嘅民主政治，當從教社，你也喺到黨台上進行專業推動。第四點係司法改革。第四點，我哋總教授一點點來看，你認為哪一條嘅你確實之前安東人做到唔啦？你下做嚟做啊，你下去做有哪條機會點，應當啱是做嚟看到效果嘅。我長期知道，比如講照顧年輕人、後生人，社會主策我知道包括動色。因為土地取得也不容易，然後投入嘅資金也非常多。然後台灣人傳統嘅觀念也冇改變。有土是有財，而且台灣就睇有土是有財種觀念難改變。第二就係台灣實在唔缺房屋啦，國泰都市空屋率比例相當之高，所以你講在現時呢，實在冇到必要。從點樣用嚟把啲空屋能夠釋放出來，一啲分配要較公平。所以要不斷地強調社會主策，
从2014年的选举开始这一道候选人就不断的强调，到以下经过的2年，知道好过当选。又譬如讲年金改革年金改革的问题实在知道以下方向也有点会奇怪，因为年金改革，当然讲因为这年轻的人越来越少，价位唔拉的都老人家两者位。实在知道一点是因为一度的这种过去的公务人员也好，军人也好，佢因为佢两度的钱实际上政府也发本嘅度嘅钱，也唔係嘛嘅所謂年金啦，而係嘅度薪資待遇往後嘅延伸啦。就係講政府另外撥一筆預算，本嚟講唔退休，在出嘅時候，一年2億多，等到退休之後，政府還會8000本，也就等於你嘅薪水只係到你退休以後還再發本，同一國外嘅年金就會同保險差唔多。他家叫，然後慢慢的就一啲地方將嘅水量調用，一片水入，一片水出，即出嚟比入比較少，安尼一水就會慢慢的減少。台灣嘅所謂退休制度，大部分情況，大部分人是用嘅同樣冇關聯，喺政府另外有撥預算，等於發薪水共用，所以咱們有啲會演示講連退休金就發唔出，一點就會因為其實係預算來支持，所以。不斷地強調所謂年金改革，實際一種嘅根本概念、根本制度冇改變，嘅年金一樣改革。又譬如講18%，不管18%正確還是唔正確，一年800多億，跟同年金有冇關聯？冇關聯啦，一點冇去檢討，冇去研究講年金改革。呢一點我有一個問題，既然事情係咁樣，總係要按到民眾唔知係咁做樣變做咁樣，哪一點係馬上來？來開啟也好，一條條嘅愛本師退之間出現咁嘅對立。方面來看的話，我都咁講，剛才也贊成張教授嘅看法啦。就講因為講一下的施行應該要有漸進式嘅做法啦，個一個歷史嘅一個了解。所以講不管轉型正義也好，也係講年金改革對於方向要做，但係講要有全面性的考量。因為一開始也係講氣氛，社會嘅氣氛係快得落去當到較重要嘅改革嘅方向冇做到，冇辦法做。也係像係知道也而家嘅蔡總統講嘅視點來看嘅話，我知道最重要嘅係乜嘅咯？係應該係司法改革。假使司法改革係冇改革下來吧，台灣民主政治經濟發展會受到動態影響。好，你睇前台問題有哪啲？前台問題就是講一方面也司法公正公信力到民眾地位冇得到信用，民眾知道講人家司法也高層地位，各樣比如講也民眾嘅參與性，各樣對樣社會正義嘅保障來看的話，太多傳聞了，也從對整個回到台灣的嗰種政治腐敗、貪腐制度，一種腐敗的司法制度係影響最大嘅地方。也就講人家台灣嘅政治民主發展。行政的嗰種開放，慢慢都差不多，個經濟自由化慢慢就有開始做到但係講司法是個黑箱，跟司法正義，嗰個司法改革係冇辦法做到嘅話，前面嗰個東西冇辦法穩固發展下來。因為呢個係最重要嘅。因為講過去8年嚟講，馬英九總統佢做法律人，佢係希望佢做到，但佢全冇做到乜嘅事情。一天二來做，一個最做到嘅話，蔡英文總統佢到歷史上一定有天威。蠻開始改革是傳出爭議，他來講，你用提名一個做過大法官的人來做司法院長，所以家總統自家講，等司法院的人事確定以後是要展開，意思我也談出來，應當正你下總統自家因為講，你下件事情可能會遇到第一個挑戰。喺咩叫做提名時，應當上嘅啲明明你有規定講做唔得連任都唔得在意按簡單嘅事情，因為冇咁麻煩，自家來面對。一方面就講有兩點來看一個做總統嘅角度來看嘅話佢應該有較超越嘅想法司法改革不一定要司法人能有辦法做，政治人、經濟人、社會人沒可能做公民社會地位嘅當到人才沒做一批來做改革，當然佢講一條司法人將了解下司法改革嘅訣竅，跟冇問題做的向下來結合一提點提點就講總統用人方面佢可能也有心講要尋到好人才啦，但係講唔用來用去都也都按你體制內也都可能都講有較有限嘅人才法當然一定唔難一講廣開嘅一種耳目也好，也講見聞也好
多方面情谊。按落去方研究，社会加做社会迄许多也多人，迄之前做改革司法人的司法的人，司法改革当行一下。假设许多讲你都是安尼一丘之貉也讲，你就恐怕你头没的话，无可能去个拿出去个，都人去个哈。所以一方面就讲总统用语，一方面当重要，佢一定要在法的立场上就要站得住脚。國家藍圖第一度4點含1點也當重要按照轉型正義推動，因為總統家也講嘅轉型正義推動養出嚟架構強健嘅民主政治。問題講，對台灣你也面對嘅轉型正義問題有哪啲？你看到總統上任後提前做到嘅原住民咧，佢向原住民非實力，基本拼不足，不記得全名。那一陣大家印象清楚嘅算係不當選。對頭委員會，唔過不當選委員會變到非常嘅政治化。到底轉型正義佢係 priority， 按樣辦天，讓做嚟合乎政見嘅正義，合乎人民嘅期待。我認為轉型正義到台灣，要面對三個問題，就係三個東西帶來嘅問題。第一當然，大家最可能到就國民黨過去嘅執政嘅優勢，或者係講嘅鐵權，所以佢有當選。好，一點他解釋到轉型正義首先國民黨主動起衝啊，本應該轉型正義吼。但係天要轉型正義嘅東西吼，係嗰種嘅過去嘅政治體制，吼，經驗嘅體制，吼，一種東西當然一早會當道，但係冇完全消失，吼，所以講也係一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吼，係呢參與中華民國嘅政權，吼，你看譬如講原住民，吼，語言等等吼，一點不能斷怪國民黨嘅問題啊，而係中華民國。來到台灣，對採取講一個民族單一民族政策，對其他民族嘅語言發展，有當道嘅壓制，我想一條就會事實。所以你要轉型正義，要轉型正義三個部分啊，第一就國民黨本身，第二係過去嘅經驗體制，第三係中華民國體制。你一點並唔係講中華民國體制冇做好事情，也唔係講經驗體制完全就冇做好事情，也唔係講國民黨完全冇做好事情，好快要分開。而家來講吼，一三件事情，假設唔只有處理國民黨，其他兩方面吼，較冇去討論吼，我知道我有困難。第二吼，就會講不能講只有處理國民黨吼，實在講用一個行政院之下當選委員會吼去處理吼，當然大家會批評，因為你就純粹政治性嘛。實在你一當選是委員會哦。所以在表演可能，比方司法院可能較適合啦，因為司法院相對來講較中立啊，而且唔講要處理國民黨嘅當選，樣板可能個冇去碰到法律問題，一定有法律問題，所以所以佢前面嘅律師來做委員會嘅主委員就不用去司法院嘛，而且同家下院長講到吼，轉型正義吼，你同隻司法改革吼，不能夠切開，因為呢度這條過去嘅事情哦，一定要有法律嘅途徑來解決。但係也大家對啊，這法律的這種意見來講，吼，司法嘅改革，吼，伊個最大問題之一就係裁判嘅品質啊。我之前都聽到我朋友同我講嘉義縣啊，因嘉義縣一年有7萬多嘅案件，但係嘉義體檢署嘅檢察官只有冇30隻。所以講，你睇各縣市嘅司法官來講，不管法官亦係檢察官，吼。嗰種愛判嘅嗰種案件嘅量啊，係非常之驚人。嗰按年又沒幾起啊732,000件嘅一年。但當然呢度係可能強吹吼，唔一定愛即係繼續嘅當追數據，但係不管用係呢種被影響嘅一件事情啦。所以而家大家講咧司法改革可能吼，都唔講大家司法官嘅素質之下吼，樣板愛增加一司法官嘅數量啊，提升一種嘅司法嘅品質，我想提升一人嘅數量吼，係第一條件。但係呢個有看到有人講一點你假設講司法官數量拉到，好嘅裁判嘅可能性就會較高。一點可能一般人民佢舒適嘅感覺就會安尼啊，因為大家知道法官、檢察官態度唔冇認真，可能因為其實在已經無限到不得了嘅，佢冇時間去看人案件，因為對佢來講，也只係一年幾下錢案件中嘅一件。有樣。但係對一當事人來講，也可能一成年就一件啦。一點知道司法改革要企喺人民嘅角度，去看過我作為一個人民，即係一成年可能就碰到一件司法案件對
法官检察官来讲，一年加钱欠，但你对佢来讲吼，拄到100，佢可能全家报案啦，吼，佢可能几年呢就烦恼、担心一件事情，所以你要法律付出的支出啊，吼，律师啊、公费审判啊等等吼，有办法落实冇？一定就会一般人民佢会在乎的地方，但係依家政府一點可能就看樣啊。你針對家總統講，你4點國家藍圖內政方面咧，吼，你用一數字來看，當成是一開始你看689萬票，56%的票率支持總統上台。經過40年，你前部看到嘅支持度低於50%，按照佢哋講嘅死亡交叉和滿意度，按照人支持佢，做埋短短40年從人讀到嘅咧變化唔算細。有乜嘅你也長時間應當做嘅佢冇做，也係不應當做嘅佢去做為嘅造成民眾上冇人支持佢。做嚟講，本兩方面來談嘅話，第一個是講選舉完以後，民調一直講大嚇，也各個來講差唔多就係安尼啦。你係真狀態啦，正常就是講嚇，你讓佢做總會有得催人嘛嚇，有好讓人失望嘛嚇。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講。選舉跟他嗰種得票率哈，同人民調來看的話哈，沒有差別。一般人講，人家平常俾人調查哈，也要隨便來。但係講你講選舉看講嘅事情都特別票落去嘛哈，講要當時期嘅事情哈。所以講，迄講迄死亡交叉冇，也到40年也一難講哈。但係講也係一個警訊嚟看咧，就講人家政策方面哈，做唔做到嘅提倡伊講安尼樣講，就講較表面啦，嚇應該有按較層面嗰種嚇亮點嚟出來。你兩件事情嚴重有乜嘅佢實際嘅利益，不會你觀眾做來觀察啦嘛？因為你做講就職甲講嘅法同機密講嘅法冇乜太部分差別嘛。當然，你三十都對啊，都規則做按規則鋪陳嚇，講像四平八穩用嘅嚇，求穩定，也是講做肯定一定要穩健。但另外一方面講，人家嘅國家發展嘅方向嚇，因為講冇可能乜嘅事情都做到。嚇，一天講有的係主力，有的係講按嚟平盤做好。要主力係乜嘅？要主力都係講有冇尋找更大共識。所以講讓台灣嘅發展數腳沉咗出去。香港人要發展，香港人發展唔係講地位比人小文青，比開咖啡館。因為香港人做到向全世界去拓展、學習。好，個學習各種經驗去達標，應該按亞種方式，唔係講溫室嘅扶持，亞種政策方面哈有出來嘛。個台灣那個民間那個力量，台灣國民社會嘅嗰種發展，哈，台灣那種市民的庶民性啊，都，好有發展到像今日個國慶那樣安尼表現的方式，我做當冇認同啊。我都知道講像伊講，軍事嘅米頭鐵蟲誒，個呢個混雜啦，混雜太多嚇。台灣呢嗰種長民性、民間社會嗰種力量嚇，個安尼，比如我都隨便講啦嚇，比如講我看到，假設一開始入來就講嚇，台灣嗰度安尼當到西方安尼馬拉松嘅導演，最後一站就入來，好，比如這也是福利，比如講不老騎士，台灣的精神啊，按羅人很橋都係讓回到台灣嚇。一到全部國際個全世界都有認同嘅事情，你知嘛？一到台灣之光啊，一到做到入來，唔係講按種傳統嗰種做法。我做嘅也是一種按你美國想象力，台灣的想象力懂啦。係講兩個按你一種位置哈，你對世界發聲，讓世界能認識按你嗰種方式哈，係乜嘅？個有沒有可能講透過這個儀式哈，拉動各種台灣各階層？好，各種力量嘅嗰種認同嘅感覺，要認同感喺台灣喺邊發展最重要一點。好，假使嘅人凝聚力係冇辦法嚟起嚟話，台灣冇可能發展啦。好，所以講家嘅莊教授又談到講要轉型正義啊都好，要做，但係要做到讓台灣行間認同，更加很有凝聚力。好，嗰樣嚟像化解，唔係講讓到變得講人家知道講要政治上哈又在對抗的。好，按照起碼對台灣的發展沒好事情。來，你還一件事情吼，也係前幾年讓唔知係咩老之前，支持度啦、滿意度有降大，結果政府想出來，蔡總統自家想出來嘅方式，按照佢推出一隻執政的政策協調會議，大禮拜一要開會，你啊主審啊有13幾人，
俺也是想到，头摆陈水扁总统有个5人小组，马总统有9人小组，你看哇，蔡总统下那多13几人。你看地图有马啥嘞？总统要出席，副总统也要出席，行政院长、总统府然后国安会2个秘书长，还有党内的按照民进党的总召也要参加，啊，其他的还有民进党的秘书长、智库的执行长，某是有关的验尸的署长要来。我想来强调，你好政治好，你年代对台湾的供养哦，行政老立法权係资本的关系。底下呢小组有行政院长哦，要有党的人，要有立法院内的人，你啊。干么老你的宪政精神有汉格的地方啊？你总告诉也蛮看你小组。因为也长期以来党国一体的时代太久的啦。因此这不管哪个党执政大家就知道讲，党的表现就是国的表现，党也应该参加政治啊。所以像譬如讲行政院长。同样的党团的总召，伊咧就立法委员喺来监督。系啊，你不管哪个党，坐下来开会，坐下来开会，根本就表示讲唔到立法院伫度讲嘅东西喺偷走就会就原本大家看当然也想唔会安尼，但系假设原来完全这真系你偏做两件事。现代国家假设讲唔系像美国安尼有总统嘅国家实在就立法委员不能兼任管理嘅国家实在安尼做法。迄咩妥当这都系动手啦。因为而且我也有人肯定呢，像今日开会开得一例一休1分营养是通过讲有效率，迄咩讲你系一个最肯定的地方。像迄咩有效率嘅当然，假设讲通过嘅速度嘅当然系非常强但係以後嘅後遺症本他家批評我想一點也要注意。我意思就係講伊喺當道問題，實在同一體制係有關。你假設看唔出一體制嘅問題你從一種國別嘅安尼指標嘅辦法去改，我知道係懂啦。比如講，剛剛嘅9人小組，然後以前阿扁時代也有5年、7年，嘛個當種結果效果就唔係當好啦。我知道韓嘅 ITE 我就看到講以下問題都帶真嘅係嘛嘅。第二我知道有啲位事情暫前不後過於開會開一度，不代表講事情也能夠解決啦。來。嚴總，這個公共行政角度，你看兩件事情而。我知道也基本上做到講違法亂紀啦，嚴重。做講也基本按呢違背憲政體制的款的話當作為一個選舉機器啦，他們來講治天下㗎用打天下的機器來那個講參與啦我剛剛嘅總告訴也講要有制衡的關係，講你治國安會以何地啊？國安會基本上就有點越權落去何況講也被連國安會都應來變革嘅13人小組地位一種聲言。所以講嘅所以講也種做法唔係講一頭當嘅做法，因為講也做法下嘅，因為台灣嘅發展下一方面司法改革，一方面就講要有法治精神，體制要得到尊重。假如體制冇得到尊重嘅話，台灣嘅民主政治也冇法懲罰下去。所以講一方面經營樣樣動態。這係用愛國角度看事情嘛。因為從今日的理解講一例一休兩件事情，講到嚴重林全會變到像真正的執行狀況樣，所以咁係沒有種長途的總統空間。因為行政院長係憲法規定講，國家最高嘅行政首長，你落去用行政院長樣做下去。個當到事情用較多條件講，讓總統講嘅當算，院長講嘅係唔係最好嘅，按落去院長一樣行下去。個總統同行政院長有雙重首長制，所以講偏總統制嘅雙重首長制。係啊，一種嚟講法唔變得講總統獨大制落去，對中華民國憲法嘅一個發展嚟講，憲政管理嘅一個建立全部破壞掉了。來，告訴我補充。第一，他家總統嘅明顯嘛，他家對佢期待最長。提出政見的人也係總統選舉嘅時候講一樣做總統唔係行政院長所以而家憲法裡都講行政院長嘅最高行政訴訟有件事情就同一般人嘅思考係因為一定有差別。行政院長嘅最高行政訴訟跟總統嘅嘛最高行政訴訟嘛，佢都講唔出去嘛，所以
以后可能慢慢的，一啲地方可能一定要改。假使总统出现唔改的话哦，一点可能要改。OK。而且总统来讲，伊下做乜嘅我有很多嘅事情，就會講佢不能參加行政院宴會啊。行政院中呢度嘅公文發出，係你預算嘅決定咯，總統只能透過動作，像家講到乜嘅小組，乜嘅匯報，種之類來影響。我哋要知道一點吼，總歸唔係一個正確嘅途徑啊。OK。好，你下聽一團也感謝兩位教授帶來詳細嘅分析。底下先協管下講之後，還有兩隻重點，係外交方面，尤其兩岸方面，總統嘅講戰內容，禮拜中國嘅樣板看待。之前講對朝鮮嘅時節係冇寫喺嚟考試紙，國慶講戰，記得翻譯有係樣板，先聊一下兩次展開。全部卤都有焦糖色的皮耶，很 Q 啊！咬落去係咪彈嘴啲？唯一這一孔度全部記住，放麻筍的強臭香到了，這個可以行銷國際。大禮拜日安埔9點，合總情感年宵飄香。上開！千秋夢子很矮啦，嘛個千秋啊！拜託救命！還記得做阿妹事情冇？雖然談到千lâm生，不過我睇唔錯，很強。各位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轉到國慶大會特別報道嘅現場，三類關心總統嘅國慶講戰，講到嘅外交同兩岸關係，其實講到外交，乜嘅東西都同兩岸有關，所以先嚟談一下總統家下針對兩岸關係，尤其講維持現狀嘅樣板講嘅。維持現狀是我對選民的承諾，在520就職演說中，我的每一句話都未曾改變。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其他相關的法律處理兩岸事務。我們也會盡最大的努力來維持兩岸間的對話與溝通的機制。我們會尊重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也主張兩岸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1992年之後20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形成的現狀與成果，並在既有的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我也呼籲兩岸的兩個執政黨應該放下歷史的包袱，展開良性的對話，造福兩岸的人民。本大家冇意外嘅，蔡總統講嘅係尊重1992年嘅兩岸會談嘅歷史事實，92強勢事實時，中國大陸傾向係談嘅係冇可能談得到。啱啲上擺超這時節，中國大陸國台辦也好啊，中央好，佢哋反映講，還沒寫完的考試卷。禮拜中國大陸談到根本總統都國慶嘅講演，唔知反映乜樣辦？我想唔知兩位教授有冇看睇？我看下方面，我是講北京哈太執着了哈，因為你尊重兩岸北京吃到蔡英文太執着了。係啊，所以一方面嚟講，實際嚟講嘅話，就講今日佢按蔡英文嚟講落去，就講意思講佢也唔會講改變呀過去發展嘅叫做好成果哈。就講而家都講北京嘅期待哈，也特成哈，個個嘅因為佢中國望落去哈，讓個嘅網民。一個民眾叫做安尼很多民族主義的力量太高落去哈，佢樣樣收尾。所以講主持人講民意嘅問題哈，佢沒有民意嘅壓力，了了沒有哈。所以講一方面來看的話，我感覺講應該影片也蔡總統嗰邊做法哈，也冇講太大嘅問題哈。
但是讲怎样来做进一步，唔免讲做服役停，就讲希望讲第二季、第三季有突破，也冇可能的事情。继续来封杀，哈，个人继续讲来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也讲美国、日本佢都提出来冇，加国家第一，佢肯提出来最好，佢唔提出来的话，台湾一样的脱困哈。所以我也知道讲，做这种态度来表达的讲哈，至少在公益方面、文化方面、沙器方面，还有其他旅游观光业各方面哈，软实力方面哈，做些合作冇。好，因为一方面的话也冇办法主权的问题。好，个9·2共识也好，也讲一中各表也好哈，一方面来讲的话，也系历史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哈，冇办法否认。但你讲怎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以下来讲台湾还要行出来的话，希望双方做讲其他方面的继续来合作，所以也是讲要对话内容出牌。哎，讲到出牌，IMD 两个告诉你们看蔡总统呢只动作，佢对 ICAO 以後佢派宋楚瑜去參加 APEC 做2次嘅代表，你也算表出善意冇？我個人聽到嘅消息啦，嚇，係講像宋楚瑜先生去 APEC 可能作為 ICAO 以前就已經決定了。宋先生其實喺自家也講，做一條廣告嘅。佢當然真假我想不必去反映，但係總嘅來看咯，要搶佢去一件事情，可能做就挺惡嘅咯。那做乜嘅我安尼我知道，因為宋楚瑜先生佢係一個強調9·2共識嘅人物。係啊，佢派佢去係是最大善意，係自家冇講，係派係推人去講做對吧？國際政治方我唔可能建設成功啊！反對9·2共識啊，請一個贊成9·2共識嘅人去，因為台灣沒冇騙人嘅嘛。所以之前講，你客家嘅許信良先生也有可能。我講伊當然就可以，以前未萬年就有去，甚至像施正榮先生佢沒有去啊，其實成年。我聽過前經濟部長林信義去過釜山咧。所以有意思就講吼，對台灣一種地方，反正總統不能去，所以實在萬年就有可能過去。唔係講一天我乜嘅人爭做得去。我都喺種情況之下，特別討到也宋楚瑜去，我想一種嘅政治姿態吼，可以講係非常嘅清楚，所以清楚也不夠嘅。像宋主席講嘅，喺個外來都無法度接觸中國態度是唔是假？因為冇人再接觸嘅。一點當然也係伊個反過來講嘅講法啦，就係講連一種人就前不去嘅，嗰陣時候係你唔接觸，佢就當難嘅啦。因為我就已經表達善意，已經表達到一種長途嘅啦。不過我知道有啲時候一種人即可能也要考慮啦，因為你講總台灣一批人講民進黨嘅支持群眾，佢可能唔會贊成。即係甚至於講民進黨有咩無人但係你講同藍色咧較支持同意啲群眾一種人，係咪我真嘅認同？我想也要觀察啦，所以一件事情有啲時候，那大家就妥協，有啲時候可能國土就唔搭家，也有可能。那英文有講啦 ，Please everybody, please nobody。問題是都兩位你還看到宋楚瑜去 APEC 之前，都會乜嘅咧？民進黨30周年黨慶，黨慶以前呢，總統也作為黨主席嘅蔡英文，佢寫一封公開信，本所有嘅黨員，先至都一句話講乜嘅咧 ？Anyway， 你抗中國嘅壓力，哇，你也不得了咧！我已經記圖講，5年以後，蔡英文對中國講輕重嘅話，所以呢一點你要問看，老宋楚瑜呢件事特別講話是，官呢風彩條強下用嘛，也係講。中國嘅總統一下態度硬起來，係變相陳流改變嘅，也係有其他嘅目的。我想好嘅解釋就係講，我嘅立場冇改變，原則冇改變，但係都冇影響啊，立場冇影響啊，實質嘅地方我可以有所調整啊。所以佢也可以按你解釋，就係講像宋楚瑜去畢竟唔係因為佢做乜嘅真實嘅官員啦，佢去強調9·2共識也好，乜嘅也好，大家一當清楚嘛。所以而且去了以後就要回應也只有一建議嚟嘅事嘅，唔可以講代表講根本嘅改變嘅我嘅政治立場。我知道一點可能最後佢係你會按你強調啦。佢講嘅抵抗中國嘅壓力呢件事情，你哪乜嘅抵抗？嚴重一點，聽一點。
对中国的压力底下，迄讲你压力，你拿唔脱，你样把人对两个压力底下来发展到其他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讲我们对抗，一个呢反抗啦，哈，对抗反抗无同样哈，反抗就讲。提供力抗啦。系啊，力抗就反抗的意思讲，本来压力哈，爱无舒服，爱做的调整时，好做法哈。对抗就讲爱各方面同针锋相对哈，也就讲重点都也体制的混乱，好，因为佢角色两种角色，佢假设讲佢唔係當主席的話，佢冇必要講一件事情。所以講而家佢做國家領袖嚟講嘅話，佢而家要用大和解哈，或許冇大和解，之後講佢要用一種共識的方式來對話哈。應該一種話做總統嚟講嘅話，佢不知道，但對佢做當主席嚟講嘅話，佢可能佢必然佢聽講嚟發，所以係角色問題。是角色的問題。前不久談到蔡總統自家講一個詞，憲政體制的羈絆，佢講出安慰話，也當顯明那些民進黨的目標，老你下中華民國的憲法有啲衝突。不過你是做中華民國的總統啊，既然你民地有安慰限制的時間，你要唔要喊講出憲政體制羈絆，敢講會修憲也嘛該？應該唔係修憲哈，佢個基本嘅意思哈，我感覺啦哈，就講佢當到事情佢冇辦法做到讓佢到對佢有期待嘅想法，佢聽到一種體制底部嘅體制內的做事情，應該佢一種暗示哈。當我修法冇修法嘅時候講，應該蠻有多案嘅時機。不過修憲也係有可能啦，民進黨你下對立法院嘅設置唔係講冇機會啊。當然講係講一個大破大立嘅總統嚟講嘅話哈。過去有足夠的政治力量支持的話，同樣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修到像內閣制也好，總統制也好，冇變得按的做得講不三不四啦，雙重手掌制，咩都講哈，政府黨亂。好，但係講一種憲制體制發展冇按現代，哈，也可以嚟時機蠻有成熟。呢點從教授蠻快。我知道憲政體制的修正哈，都台灣同其他國家冇共用，因為你要考慮到哈兩岸關係啦，因為人家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哈。除了對內以外，對外還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我想後面我修憲我當然是都較保留，不過我家下要重新看了一遍總統的講法，佢還咧強調講，都既有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喺家下1點鐘之前佢講嘅話，一種話到2013年嘅3月17號，習近平。作為國家主席第一擺主持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嘅時候嘅講法，佢係講兩岸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我點用按槍啊！所以才都對我一種國際政治嘅人來講，讓國際方把對方嘅話重新用講出來一遍，也係非常非常大嘅合作嘅意念啦。一般來講，我總是同佢合作，我要用自己嘅話講一遍，我把人話從頭照念一遍。Repeat。安尼係同我只係表態一種意思，但係換一種言辭嚟講，係冇共用。因此呢，家下講到同一憲政體制有乜嘅相關？因為中國方面一次次到台灣，假設要修憲係一種嘅同人統獨有關嘅事情，不只係內政問題。因為講也在中華民國憲法係以下台灣嘅政府、台灣也在政治嘅實體同中國大陸嘅最重要嘅連帶。因為一部憲法不管樣嘅，佢係1947年從中國大陸帶到一片來，並唔係台灣人民自己把佢寫出來，佢同內容文字冇一定有關。你可能台灣人民重新寫一道，但係改為名詞改編，內容不變，跟意義係冇共樣。所以對一種情況之下，雖然民進黨一下到立法院有過半的優勢，但係因為修憲透過公民投票但是台灣人民公民投票來修憲佢不管修乜嘅內容知道中國方面絕對會知道，哇！也可以態勢。公民修憲也是。公民修憲只假設一百修嘅同統獨無關。但係你門打開100我想也就知道講有一就有二啊。應該唔會修憲的增修條款啦。用一行一條路。可能增修。家下兩位教授尤其從教授講，蔡英文總統
过讲一遍，2013年，习近平主席佢講嘅話，你算係表出動態嘅善意。不過對表出善意嘅同時，你要來談一下，跟總統講有關台灣立場堅定嘅時候，佢講嘅一團話吼，呢一團話談起來是有行硬啲嘅，你來看呢一團話佢哋講乜嘅咧？新四部啊，新四部講嘅內容係乜嘅咧？第一，承諾不變；第一，善意不變；第三，不會在壓力下屈服；第四，唔會行轉對抗嘅路路。一方面仲告訴講啊，佢表出善意嘅橄欖枝有本可能去來下希望，佢喺講新四部，所以針對呢個事項，承諾唔變咧，善意唔變啊，唔可以對壓力大下來屈服呢件事情，尤其係壓力呢件事情，我想蔡總統也表現出堅硬。像做一個總統來講嘅話，佢講嘅件事情嚇，也冇話唔錯嚇。佢當然做總統，佢應該以國家利益嚇、人民嘅幸福嚟做最大考量嘛嚇。但因為講佢已經承受各種壓力嚇，因為壓力當到係對講國家發展會有影響嘅地方，佢啲唔會講屈服嘛嚇。我是說，我意思講也點是咧，也冇必要講，要講要新三步就做得，因為講總統不可能會屈服，受到外國壓力的屈服，按落去也唔係人想總統，所以也冇必要講嘅。但係你講，對我嚟講嘅話，我承諾不變，嚇我善意不變，個我唔會行到對抗嘅，我不會對抗，要做個三步嘛，要做拉擺，我不會欺負，我當然不會欺負啊，我欺負到我要做總統咯，所以講呢方面，假使講係一表態同香港較為，我知道有機會談到落去嚇，唔係講硬硬，談。講起嚟真係講很悲傷樣嘅，即係做一個總統，比如講到像藝冇辦法，比如壓到冇辦法到藝個藝唔可以屈服，也就像比如打落去樣人嚟感覺。嚟講有機會是一個冇必要談。我完全同意嚴總嘅講法，因為作為一國兩制本來就冇人會承認我們都壓力下欺負。做國際政治所以呢個地方唔係講本中國談，係講本台灣人民談嘅。其實國際政治我都壓力下欺負自己也冇承認嘅啦。我咪講，我係為咗國家利益，也係謀求利益，唔係屈服啦。所以我講我唔可以到壓力下欺負啊，就好像我唔可以做壞事。咁這次要辦唔做壞事係最基本嘅慢嘢，佢要特別承認講啊，我作為總統，下年我以後我保證絕對唔會做壞事。唔可以有人安尼講，因為係必然嘅吼。嗱，知道講吼，唔可以行轉對抗嘅路吼。一句話係而家講，而家用北京話講，不會走回對抗嘅老路吼。一點當然係正確，但係後面我本人知道講，你係對以後嘅所有嘅行為吼，作為一種限制啊。因為講你假設舉例嚟講，你發展新式嘅武器，對台灣嘅國防係有需要，但係然後可以講，你係咪就行轉對抗的老路，你有啲會先進的武器你不能講佢冇一種嘅攻擊的能力嘛。譬如講沙塵較長的，即係飛彈，還你講新式的，即係軍艦呢種，而家可以講你係對抗啊。我解釋此我限制嘅。我知道一點有啲嘅風險。又譬如講我要發展外交，譬如講有啲國家講，我要感應新的國際組織，還你講我要同新的國家建交。竟然假設同佢建交，也可能認為中國也可以講，你係咪要同佢對抗啊？我知道一點。搞嘅傾正。一點實在有啲嘅限制到自家未來嘅作為啦。我知道應該新三要啦，要和平，要合作，要對話。比較嘛新四部行較好。問題係吼，你談嘅總統講安多，你討論多了，關鍵是只有。92強勢事實是冇講出來，係咪中國是冇可能停止打壓？我先講嘅嚇，即講也可能即講以內去猜測講也北京嚇一天會有嘅想法嚇，但係講9·2共識冇講出來，北京一天唔會停止打壓，也不可能，因為講對北京嚟講，佢咩向佢政治一種現實的考慮嚇，佢從事係講也用一種名堂嚟。讓台灣有壓力，等於講9·2共識裡邊一中各表，台灣講各表，佢講一中，一中台灣嚟講係中華民國，但係而家就講睇到佢認同嘅9·2共識也係牽涉性到歷史嚟講嘅話，
要么也洗澡时都是要讲，也係講發展好了以後哈歸納出來嘅，可能有的位專家學者也講台北一個政治人物有的會講到樣嘅話哈，但係講兩岸的9·2共識也種係講按執着的4個字，也講有9·2共識的歷史事實，好或者內涵，也可能就講嘅話，佢都講嘅啊，佢肯定唔滿意啊。歷史事實佢也講嘅啊。我意思講對北京來講法，佢可能應該哈。冇講，也係當然講佢形式主義落去變當執着啦嚇。但係講慢慢嚟講，發覺內涵嘅部分嚇，假設有出來以後嚇，佢講嘅就講人連內涵都冇嘅，嚇一點係北京嘅個底線。針對呢一點，我老當多觀眾都想去參考，到底中國佢凊彩嘅係9·2共識，事實是也係9·2共識之前冇講出來一種嘅事實是。因為吼，做乜佢按堅持嘅事實是。雖然佢冇講9·2共識吼，大家知道啊，好像當洋蔥啊，到網絡上講哇，也壓力動態，但係大家看到，從5·2年到以下三通有添喎，哇！唔過同乜人少動到啊？唔係，佢講啦，講三通出行嗰度有添，同行同爽有添冇添嘛。我意思就係講吼，假設講真緊乜嘅事情，中國會打壓吼。有啲事情不管萬年來之爭吼，甚至而家答應同佢同意咧吼，佢係點樣打？譬如講講民主，佢絕對同打壓吧。香港早就同佢同意咧，佢就而家香港講一啲嘅起碼民主，馬上佢打壓。啊，譬如講，你喺強調嘅中華民國，咁不管乜嘅黨之爭吼，用馬總統之爭嘅時候，講你國際我用中華民國，基本用冇，那做唔得啦。嚇，你唔想用中國台北，啊中華台北，你用中華民國做得冇？也唔做得啦。告訴你啱講，本來上到係，人意思講中國要限啊到限啊從嘅冇出數，佢做到限啊過分。我知道對於個威權專制嘅國家嚟講，吼，佢愛發動戰爭就可以，吼，冇講係其他嘅政策。吼，兩頭人講愛發動戰爭就可以發動戰爭，吼。當然愛陳述樣板嘅代價嘅係另外一件事情。吼，也就係講，基本上佢係有一種嘅。發動戰爭也好，發動貿易嘅封鎖也好，佢係有安尼嘅可能性。不過對佢來講，吼，佢限呢知道同台灣不斷嘅來往，吼，增加台灣對中國嘅依賴，吼，一種對統一真係真正有幫助嘅。所以其實在也冇公開宣布講不准一片嘅大陸人來台灣觀光，佢也冇講過啊。所以佢安尼講，你要能拿佢用啊？你要做得佢冇辦法啦。所以我意思就係講，吼。假設講將中國嘅打壓吼，佢實在吼人易嚟動難過啦，因為乜嘅事情佢就可以打壓。第二，而家唔承認嘅9·2共識，佢就會因為你一早就會同壓力下，唔就會用鋪，唔就會用。佢明年咯，佢講唔只要承認9·2共識唔啦，一隻中國，好啊，唔係咩用鋪咯，好，你喺中國一隻中國要用鋪嘅，再過1年佢講。你睇冇格嘅提出統一時間表，跟唔睇咩就觀光又冇來咯，跟唔睇咩又配合，提出統一時間表之後，佢又同講，你時間表我格嘅完成啊，我出行啊，一鋪一鋪吼，越來越過分。來，請問一啲時間吼，之前前一擺總統選舉佢講，客家人支持客家妹，佢冇選到；另一擺佢講，客家妹支持客家人，佢選到嘅。到今年看到客家政策客太算係。浪漫台3線，兩個認為都係總統限咗俾客家做啲乜嘅？假使講浪漫台3線係一個開始嘅話，嚇，迄個要做實際做下去嘅話，對客家莊嚟講，對客家嚟講有動態貢獻啦。個下一輩做複製到其他客家莊嘛，嚇。就講以下就講單單靠客委會嘅力量一定唔大，因為客委會只要你講講 TV 跟效果發揮用，嚇。但係你講而家從實際嚟講話，佢像個小文化部。好，所以講佢力量一定唔難，做宣傳做得啦，嚇。但係講實際要經濟發展嘅話，經濟部一定要來。嚟，鍾教授誒，我知道政策要客家化啦，嚇，就政府嘅政策不能只有 Hakanization， 不能夠只有客委會一個人都會講，一啲鋪費都會講客家政策，而所有嘅政策吼，就應該有客家元素，嚇，客家嘅成分，嚇，同客家較有關嘅吼，嚇，其實就愛把佢納入去啦，嚇，冇辦法用嘢。
客家政策只有客家委员会一啥都会讲，永远都管那个地度，政府的官员只有客委会主任一3年出来讲客家，那相对唔啦。OK，今日非常感謝兩位教授到節目現場，將早上嘅幾日可能呢？